喂，哎呀死！我就知講我未記做隻物件啦，我未記開 echo。等陣我 echo 未記開，到底得咯？可會聽講，等陣，哎呀！哈，你講隻阿龍講隻，當今日做乜嘢各會聽講。佢就係歡迎人到對嚟收聽邊個福建嘅鬼故事。這個禮拜，真老餅嘅聲嚟 ，OK， 個會，安怎會 focus？鬼嘅事未 focus， 很似話效果啦嘛，我變話變車，佢變車，佢硬就變咗 Christmas 嘅 colour。來聽我下昆水嘅聲。嚇？我下昆水嘅聲。嚇！我聽。這個禮拜我嚟特別嘉賓介紹隻時裝嘅。這禮拜 Google Hangout 入邊有阿三ลักษาเองก๊อกเตียงอาหารข้าวเตี๋ยวอลงใบเชงน้ำทรายก็ออกเหนียวกุ้ยกังหูเกียกาเต่าเก๋อ歡迎ก็ Clubhouse Clubhouse 入邊話到 Clubhouse 入邊個有小寶、南西、半鹹甜、鵝米加OK 講緊出嚟。鵝米是咩？鵝米是係咩？鵝米是鵝米咯。係咯，鵝米是鵝米。鵝米是 Joyce。鵝米係咁煲呀。鵝米是 Joyce 啊！我想講鵝鳥是冇鳥龜是 Joyce。我頭先都講鵝龜，是咪變鵝米。鵝米是啲 Clubhouse 會嘅鵝米。當今去個 Clubhouse 咯。啊那我頭先就是講 Joyce 咯，是係咩咯？哦 ，Joyce 是鵝米。是鵝米，OK，今日我問是唔是KL 嘅？嚇，對是 KL 對。係咯，我actually頭先我時時講是伊哦。我講我是梅條伊啦嘛，啦就係鵝。一個面冇上興嘅啦，你有可能冇看到鵝鳥嘅面啦，冇上興。鵝鳥，因為我冇。鵝鳥線呢？鵝鳥線龜。鵝鳥我知，鵝鳥是點樣嘅？龜嘅嘛。嚇，嗰伊要等你睇你 design 要等嘅。龜嘅，只要中國中國龜嘅，你出嘅 storeroom 入邊。鵝米變鵝龜嘅。你其實鵝鳥鵝米參掉，咁樣我就係有個鵝啲多個鵝豬米嘅啦。因為我唔是啲Google Meet，我唔知鵝龜嚟咯 Google Meet。鵝龜，鵝鳥男就鵝龜啦。鵝鳥，呢個鵝米起嚟冇龜嚟咋？鵝鳥咱哋講話點先？鵝米會起嚟過咋？咦，問講嗰隻龜啊嚇！起來了，我就是看到 Joyce 我咁滿意。誒，確定我咪教人講，我人到啲 Clubhouse 本是有龜啊。我知。Clubhouse 本是有龜啊，我係聽到聲啊，到底係邊 ？OK，嚟不，當未婚無來，未空出嚟啊！我冇咁揾我，伊都冇意啦。我諗真係到底是唔是伊啫？我我感覺是伊都做咩事喎？你迄一日啦，伊咧寫單說什麼是伊翁是有啲嘅，伊翁講佢哋唔知佢考出係咩物件嘛？伊翁應該是啲家北裏邊啲聲嚟咯。我就係伊成是行去樣嘅超嘅咯。唔知係你聲是 surrounding 嘅聲嚟。嚇！依啲家北裏邊有人講嘅聲嚟。哦。有 recording 啊？就是 lock 掉咯。哇！就是 lock 掉，然後我哋聽到。伊唔知講要聽到嘅 ，because 我是特啲 earphone 聽到嘅嘛。有可能伊無垃圾嘅，maybe 是伊 environment 嘅事，所以冇聽到。喺你家北裏邊嘅聲咧，所以冇講注意咯。唔是伊 environment，because 是講了差唔多有啲 continue 啲 continue 講，所
是 from 特別 no 伊邊啊，咁就知。誒特別可能唔知咯，咱確係嘅先嚟。咱確係叫到伊來咯，見咩咧？咱係解釋啫。OK，邊呢？แล้ว OK，咱解釋就講就成，就是講我能有自己到啲 clubhouse 就是我能到有 replay 嘛 clubhouse，所以到對佢聽。แล้ว頭呢嗬，幾分鐘嘅事，40分鐘，40幾分鐘，佢哋是接其事。41分鐘交10個，40裏邊交10個。แล้ว裝嘅綁路 lock 掉唔是咩？但路 lock 起來嘛，南西，但我見人嘅 check 嘅哦，我有落起來去bắt。check 了，我看係 play。講掉我人係 topic 嘅啦，別柴 topic 啦。對。講就唔知 NDUC 啲 fair price 係 NDUC 就是人嚟。喺新加坡呢特特嚟 neighborhood，然後10分鐘就10個分鐘，會俾條柴嘅。喺伊硬就講下把呢個 call 車呢啊，喺你 answer 是20分鐘。有個專門嚟啊！有個個專門嚟啊！ Hello， 等陣我隨看係你 clubhouse recording，你是綁到是得隻 chat 啊？嚇，你落是即係有時你，但我綁我睇有一講話嘅時，有時查某見到講嘅聲，講真濟到咗，伊講是一種真氣差咩？一隻尖嚟，一隻尖，但我尖就關你隻氣差咩聲？你得隻得隻 chat，我綁啲我人嘅家己人，家己人喂，真是。但我看下是家己人哦，group 啦，唔是啊，group 嘅 group 嘅啊 ，group 嘅。group 嘅我唔夠綁家己人，我驚無 before 我驚行到小波。OK，我以為佢繼續喺度困嘢嘛就。咁我 scroll back 看。scroll back 錄 record， 我看到錄 record，但我看我 download the file， 我再 download 啲 file 咧 ，save 掉咯。OK， 我 save。我是想咗一隻飛機，就是一隻飛機，我意思是講一隻飛機去啊，然後就貴咯一齊。汪之炳嘅係我中國嘅係嘛，唔係清朝籍還是中國嚟？嗱，攞睇到。是不是甲半年會甲半年哦？我個垃圾樣。 OK，等我看我係拖一 file 入去之類哦。我看我係拖一 file 入去，即係A 喎，我是想咗一隻飛機，就是一隻飛機，我意思是講一隻飛機去啊，然後就貴咯一齊。攏看到汪之炳未？嘅係我去那些我去 NDC 嘅翻清朝籍還是？ OK，所以攏聽到講話你是。來啦，聽啦，喂，等陣，OK，我個綁，絕對唔是每我個一隻。綁個知道哈。一條切刀綁個咧。我是想咗一隻飛機，就是一隻飛機，我意思是講一隻飛機去啊，然後就貴咯一齊。汪之炳嘅係我去那些我去 NDC 嘅翻清朝籍還是中國嚟？是不是甲半年會甲半年哦？我個垃圾樣。當然啦，呢個就是第二日，呢個是。嚇是咯，上啊，因為咁你咪貴咯，嚇。Cameron 喲Cameron 呢個人講嘅就係哇，就冇會做咩貴？tapi answer pun si Joko ika panji. Tapi ibu aku 正家己嘅，唔是啊，唔是。正義嚇，正正家己嘅，你想就求面。 OK，攏聽到。聽。At first 聽下係梅，後尾是有啲成日就冇見到是講。呀，香港係咯。了，每隻冇嗰啲我大聲，每有時懷隻就大疑是哪裡所在呢？都是 either 是小寶係咪？還是即係叉米粉嘅？我就我看伊爸爸應該是叉米粉嘅，milky 還是就點起啊？你個嘟嘟隻咋？青衣成點即係叉小寶成點成咋？了有查某囝，伊出。冇。我樣冇見啦。哎呦，做啲成 robot，即係阿龍嘅來阿龍嘅來阿龍先出嘅來，阿龍都係 high 哦，還是係 normal？你 quality，你 maybe switch 去 low 啩？你 clubhouse 我是 robot 啊，OK，我是綁條閪啦，我。你 high OK 啦，你都 OK 嘛？你 quality，真係 robot。哎呦，佢就 robot 啫。嗰隻 robot。然後所以攏聽到，但係攏聽到佢哋咯，我當時唔知講是唔是古怪物件，是講我當時被媒到看到底是裝嘅未來嘅聲，若是講是叉米粉那邊來嘅聲咧，都 OK 啦。再講意思就啲那邊來，特別我都唔知咯。
因為一部往未解通知到伊嘛，所以 maybe 佢咪錄音就一半時伊來講是唔是伊係？那是伊為那是伊為 confirm 無咧，往到是唔知這聲是安怎來啊？正正正，我嚟咗嚟，我咁係咯。特別有啲時啊 ，at first at 第一刀嘅時候，有啲聽啊成個拖誒玫瑰啊，成咦，你知唔知啊？ hinges 啊，特別玫瑰咧，就是都哇嘅話咧是安尼聲啦，但係問題是伊按咧開所在聽到聲應該唔是玫瑰聲， after 玫瑰聲 that 大聲。咁冇嘢冇聲咯，冇理由都開咪。So anyway，就是走去 OK。小人希望是係咪哦？希望是。 Of course 是希望是鬼啦 ，of course 啦。啊，慢慢講啦，計嘅咯，下面冷嘅啦。幾個數嘅 session 都是希望是鬼嘅嘛，我諗唔是鬼，我是希望是鬼啊嘛。我希望是鬼嘅。要幾時？我一見冧晒。要幾時？要幾時到底？愛來啊！要幾時到底？嚇，個跑勢好 ，OK。要幾時到底？你唔是阿姐卡，是你唔是卡。你是到底千意係咪要來嗰個愛？講個俾齊佢聽到，就你唔知，有奇怪怪。嚇，是咯，講過誒，咱開咧這啊，特別有自己嘅時候，特別是會聽到成個講，你個麥記困過啊，真係快聲下你記得。我是阿龍嚟咯，微微娃娃講句嘛，叫你們還這樣，你們還不要睡覺。我話你問同我講，唉，真係。下半已經困咗好緊啊嘛，我知。講啊！琴晚我係小弟啊，但是開我係唔會咯，不得不。แล้ว 屌啫！อี成個I like annoy 我個用 camera 一個照片啊，哦，好慘。嚇條啫！嚇條。OK， 然後OK，嚟講到啲呢禮拜，次人會有幾個是男生有攞你嘛？然後我學白蘭講成咯，學記得學白蘭講成，白蘭咩人係走啊？白蘭嗰啲hang out 邊 hang out 就成日會講鵝鳥啊、牛龜啦，唔是牛龜，牛龜㗎咁驚，都 report 咯，龜個事會講。又幾特會啦，咁好驚。我有一個特別正 short 呢。嚇，你講嚇。就是這個 actually happen 是啲過啊，早幾個月前嘅7月啊。嚇，so 後面事發生就是我嘅 friend 啊，伊是大巴黎 block 嘅，แล้ว有一日哦，我去 gym 嘅時拄到伊咯，然後拄到伊尋伊嘅 girlfriend 伯伯。唔是馬嘟嘟嘛嚇？嚇，對，我係講咧。對嚇，แล้ว伊人就是迄個 evening 嘅時咧，伊人是落用火車落去落 ，because 即個我住嘅位，即個馬嘟嘟嘅位，伊是佇山頂邊嘛，แล้ว用火車落去下底。แล้วthat time 是7月，伊人拜咯，拜了甲起來甲去 gym 咯，แล้ว伊個用舊 gym 嘅時，阮是換本啦，啊個7點幾啊8點暗暝啦，แล้ว拄着我嘅時候，拄着我嘅時候，伊個 girlfriend 就講，來，我互你看淡薄物件，你感覺是蝦米嚟？因為伊就拖起伊個褲哦，伊個骹腿個位 ，that means 是伊個骹腿個位咯。我看到4個腳咋，佇伊個骹位，4個腳。這是紅伊打波啦，打波。無伊個 girlfriend 哦。แล้ว我看我講安怎有啥四粒物件，啥烏青佇伊個手咋，無佇伊個骹位。8號呀，是嗰啲8號位。哦，แล้ว伊個 boyfriend 就來咯，伊講奇怪哦，伊講來，我下互你看是蝦米？伊下伊個手哦，下落去伊骹腿哦，是上啥有人髒了伊個。特別唔是伊個 boyfriend 髒，唔是，
所以伊嘅手下落去哦，就是成一個大波嘅手，安尼大張嘅啦，就是張了一卡哦。特別你哦，人嘅地個在你個是較無力嘅嘛。哈哈哈。就是在你I see，所以成個三隻加一隻呢，一擔差唔多三隻仔，特別後尾自己無呢。對，一啲伊嘅卡腿位啦，因為講早起是無嘅。是特馬擺咗起來，伊講嘅時，伊家發現到，了伊種嘅蚵青本是真 fresh 嘅，因為迄個蚵青貴節一邊淡薄青青嘛，然後發 fresh 嘅是較烏嘅嘛嚇，伊嘅是真正 fresh 嘅，成個巴魯甲掉迄種嘅。安尼講了，所以我看我冇去搶過嗰啲咯。原本是考慮相信你朋友啦，可能有時未必是樣賺回啲名稱嘅是熟勢是啊賺到，那邊下路可能。靠零本咯，靠零本特別我唔知啦。阿三啦，三你咪冇開，你講咩？我講，人個講賺回嘅，冇但係是巴魯甲早起阿未起。你作對。靠零本，特別是手，我捌聽過啫，那款手食嘅告訴我手甲嚼咯嚼，我才驚嚼嘅，我才聽到人後尾甲食成啊有迄個三分嚼類甲食。especially 囡仔咯，囡仔看到囡仔係成句。對。有一個本是無講正長嘅啦，就是我有一個朋友，等於有講起講伊有蝦米 experience 咯，了你會記講古早幾廿年前，我有講過迄個長久區頂嘅迄間厝啊，迄個長久區頂嘅哦，所以你真出名嘛，真出名。我即個朋友咧就曉咯，伊嘅朋友兩人，伊人就講即個物件毋知有無了，一日weekend 啊，應該是拜五是拜六暝哦，樣就花擺半暝條啲花擺去看即間厝啦。樣比較迄個厝，樣北邊我迄邊咯，就面是伊個厝外口邊，樣就徛喺邊看，了個數分了看咯，我看無物件，樣愛走嘅時候，樣因為攞頂擺去嘛，樣兩人攞頂擺嘛，樣起擺啊啥，伊開會啊哦，伊會擺開會啊，愛走嘅時候，我朋友看到一個 shadow， 一個影喺啲厝嘅行出來啦。因為伊講嘅哦，伊嘅影是啥人，特別你較懸，可能是一個六尺幾、七尺懸安尼可能。因為講嘅哦，骹甲伊嘅手，伊看到迄個影啦，伊嘅骹甲嘅手是真長嘅，講真長嘅。伊人就行了出來，安尼一步一步行了出來。伊看到特別伊朋友無看到，伊就請講咱一頭發 engine 啊，一頭走咯。伊走啊，伊朋友無看到嘛，樣就走了過啊哦。我即個朋友哦，去到媽媽嘅時就甲伊朋友講，大媽伊看到安尼款物件，因為伊朋友無看到，伊講無啦，你老我特別。我即個朋友是講，伊明明正實是看到，正實是有。伊jaga出來啊，jaga。伊個長久區頂嘅迄個，伊有去看過。我未記，人講嘅長久區頂，我未記得到咯啊。哈咪 gate 啦，E gate 後尾。E gate。OK。講伊頭先就 Dennis Scott 嚟先。對。我捌記過嚇。迄間厝嗰邊咯。哦。頂到嘅是一間江湖鏡講嘅是唔是講你頂到講過一個是唔是講你去做蝴蝶嘅啥物物件？你是看到裝對厝是唔是你啊？對，做迄個waterfall 啲 water feature pre-wall 嘅厝嘅位，啲 down 嘅位嘅 street 嗰邊。對。แล้วก็ก็รู้ตอนที่นี่ parking lot เองเขาเดียวสิจู่ๆบอกใจเก่ง gym 係咪？แล้ว你介佢講叫你問。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ปอโต้ตัวเอง flat 嘅 apartment。你叫話你ปอโต้เลย。你講上岸買嚟 gym 咩？你講。即係嘅
鸟嚟講就係鳥鳥。龜，鳥龜。哦，鳥龜。我 confuse 啊，鳥龜南西啦，做 confuse。原來我諗幫我聽昂鳥啫哦。昂鳥，伊唔是昂鳥，伊是鳥龜，我叫唔對。伊是鳥龜，唔是昂鳥。我 story 本是 short 呢啦。this is happen in around September。我去 Luna's two client。Luna 係咩嘅？Luna 係咩？吉達。Luna 是大澳嚟啊。Luna 是所在，即所在會咩叫做 Luna？所在。OK。所以去對 client，所以我 client 伊個 office area 是伊個 town 吼是 very 啥啊，像 ghost town 呢，可能冇咩人嘅。烏呢，冇咩人嘅啦。只烏魯嘅。所以我 meeting 啊，吼 around 4點幾呢，看我被對嘅時，我 feel 到真共悶呢。Then 我 after that。我點時咧，咧我 realize 是伊後尾來達到講叫了我。伊達到講愛拖淡薄過一隻，然後 because 我人有 have 幾代嘛，所以拖咯，所以就甲我 client 講I don't want to scare you 啦 ，but I need to tell you 啦，你後尾達到講愛，然後呢物件，所以我特別落去擺。So after pass message，我 OK 咯。你特別甲你 client 喺香港ยังโอเคอ่ะยังใจเลยเขาเตือนเขาเนี่ย so far 是 no problem so far okay so after that มา對檳榔咯แล้วว่า對檳榔嘅時咧我去買 groceries กับ我 friend 嗰時我兩人白白去嘅แล้วว่า feel 到我嘅家姐會真水啦成日都養了咧 bag 啊真重咧 then 會真水 but the problem 是我本無見了 bag， 所以我就 feel 到maybe 我到 mall 裏邊有物件對啊，是係咪啊？所以我本你知啊，你經驗啊。我 brush it off 啦 ，then 我 just 同我 friend 講，會使走啊 ，like I don't feel right 啦，then 我 friend 就笑我啦，你幾日呢？可能亂笑 ，I'm like whatever 啦。對錯，the next day，我白白去開身軀個start 聽啊，成啊，然後我 joints 個啦字嘅聽，然後我直直 nightmare。我直直嚟咩？我入車，我被換車走嘅時，一查某鬼長頭毛穿白衫一堆，我係車要入嚟車，直直安尼翻，所以直直車嘅直直嚇掉咯。我 call 我個一個 friend， 我伊是啥啊？紅光鏡嘅，可能一樣嘅沙文嚟，可能我嘛甲伊講咯。等伊講，伊我問我。你去位是有女嘅位是毋是有 banana tree？ 在後尾。我講有見著章咯。我講這見著章嘅幾對我對。because 嗰邊拜七個月是無人拜 anything， 所以人 stuck there quite long， 所以看到我有 opportunity go out of state， 伊對我。我特別請伊走咯，教我安怎請走啦，舉香咪個啦安怎拜，叫大都講出來走，恁燒淡薄鹽紙互伊安尼款咯。這是在檳榔嘅啦，假如嘅人就是在檳榔嘅啦。Then the next month， 我再去 Luna 時，嗰隻拄着喎。嗰隻個水。伊個對我對，嗰是 banana tree 嘅，所以 apparently 迄個 banana tree 有4個 sisters 大病。哎喲，即你知你去冇人講是咁講啊？你第二個教我，伊 sort of 互我看到。every time 去愛一隻對我安尼款。呀，我說第二隻對你誒，會甲你講，我是 one of young four sisters 呢。因為我看到。我帶我 friend 嚟，我係喺 office 時，伊個 glass door 嘅時，我看到後尾伊徛掉。Oh my god！ actually 我有翕小影啦，但係你小影我唔記下到落去啊。normal people cannot see 吧？我看了，我看到啊。I said I show you already。你看到嘅時，你安怎會知講樣是4個 sisters 呢？
伊有想啊，you know 我未晓 explain，伊想啊 telepathically，伊想啊哦，所以你就知，你看到你就知講哦，這是伊即 one of your sisters 啊。你咪講成一個，伊是唔是講成個波棒啊？你看到咩？伊是你就看到你就知誒。我平平你講咩？你成日伊唔是講講用話講嘅時，你就看到你就感覺就知講這是樣是你 sisters。特別頭一對你時，你唔知是係咩物件咧，丟你去每人講是個個你講啊。嚇對。哦。第二道我較alert淡薄了 ，because usually 我是無去想姐姐，唔過我早去起碼個拍一頭物件了 ，I don't expect。伊物件會對嘛 ，if 阿妹then 我甲alert 咯。第二個對你嘅時候，你感覺安怎咧？你感覺到有上下咧酸酸個只 pressure 呢？我應該我看到伊個 mirror， 我看到伊個係咧 reflection 嘅時，我就知啊，伊就對我咧。所以第二頭一出現時是你唔知對你本，你是實在 pressure 酸酸，你知講 something wrong 啦。但係第二個時你是頭看到你 reflection 嘅。你是人嘅還是真嘅什麼？查某穿白衫，頭毛長長，冚掉面嘅。uniform， 哎呦 uniform， 你古嘅 uniform 啦。แล้ว你ใจ是係咪人哦？我是長頭啊，穿白衫。特別伊是人嘅啦，伊是人嘅鬼，唔是就講成傻白字嘅什麼啊？呢樣是 from what I understand， 應該 after 我對嚟 ，after 我 meet 到第二道嗰時，我有做 research about banana tree spirit， 因為我睇真濟，伊是一個 natural spirit 嚟。你這樣的話呢？所以特別是真嘅啦，都唔是講人嘅，特別伊出現之後，你看到只是人嘅形嘅。你講咯。Apparently, banana tree spirit 真係 common 到 Southeast Asia。唔過我 auntie 們教我講，伊一到一堆客嘢嘅時，伊運嘅。Then 伊大咧，我 one of my relative 嘅厝樣是kampung area， 本 banana tree， 伊本看到，有啲物件嚟做伊，但係合併嘅咧，大客嘢伊是穿了閃嘅衫。但係一對人嘅人形咧，互人看到嘅。I think so 啊。未必人家其實無形嘅，伊是要對成人形啊。講到對形，我會南西啊。但你等下你 stay 個鳥龜 ，OK， 南西你講對人都啱啊，講到咩對形嘛？嚇，然後你講你係政治家，對形對聲嚇。咁我頂你嗰個時。嘛是想咯，就是啲 clubhouse replay 你幾個數啦，有陣時放白你個數嚇，所以迄隻阿妹是禮拜阿妹來，然後我放兩隻，一個是醬板龜，一個是spider 龜，我幾鬼笑嘢啊！我放醬板龜先，spider 龜，spider 龜是毛白啦。佢係咪講嘅蘑菇人講嘅啦？你有醬板龜就夾菇淡薄，無錯醬板龜咯，就係地龜節喎。所以我放這兩隻，我放醬板龜先。我放醬板龜時9點9嚟字啊，你講 start 放啦。因我唔知我前下線，我就安尼走，我就朝安尼愛困。我穿條腰褲，我很困去啊。唔是講困啦，直車直困，特別有聽到。比人很比者，比者起來比者，特別有聽到講。醬板講伊個樣嘅大屋，有一間查甫講伊個大屋，hostel 邊嘅樣嘅hostel 嘅 toilet，something 安尼看了，佢講房間對去早一人對啊，伊人無對，伊家兩個三個朋友是咪無對？了伊講伊嘅 hostel 嘅 toilet 是一排白白髒水嘅嘛，是迄種樣嘅 hostel 裏面無 toilet 咧，樣特別去學校髒水嘅，加了就是。迄種嘅 public 嘅啦，就是學校有一間是學校啦 ，common， 特別伊講有一間吼是，我想要聽到對嘢咯，我直直困，我想解釋個聽，伊，我放咗隻兩個數，其實放緊了，你實都個你放兩隻吧？我實個放兩隻 ，OK， 然後放緊了嘅時是12點出，然後特別我放第二 spider 龜嘅時候。已經車啊，唔是車啦，我甲無安尼。無愛困啊！
嚇，แล้ว我家而差啲乜啲聽本嘛，แล้ว幾哪嚟人啲聽，差唔多有4個人啲聽掉呢。我家差啲乜未先，未先答我講，我為到我放了之後，大家困我真閒了。แล้ว幾後放了第二節 Spider 幾是放了，差唔多係了個5個分鐘了，卡是頂擺因為冇 replay 嘛，所以我阿妹有放怪，所以我就放咧咧，因為我愛做這幾種嘛。對。แล้ว我就放了這幾種迄條我真的受傷了。唔是割到手啊，唔是割到手。割到手咯，特別聽，割到手咯，唔知有講到。唔知幾時咯，我哋會 clubhouse 嚟嘅並非割到手，唔知。OK，你講。I 聽啊。maybe 你張學友 episode 時，我講到割到手。OK，那 anyway，你放張學友歌。我放迄條歌 for as a closing 哦。我放掉時我想愛去困了嘛。我嘛偷個了，我係 caster 我偷個了啊。我今日俾你掛了，我看到佢哋巴了，我就冚。所以嘛冚個了啊，你國家差點啊 message 誒咯，又該線呀咪咪。伊講頭先你係時的聽到你唱歌嗎？然後我講我冇唱歌，我講因為我唱冇可能聽到啊，因為我唱冇，因為我已經偷過了啊。你買嘅了偷起來，你跟佢處理 computer 跟你電話插到電話度架身嘅啦，你買冇？嚇，安尼講呢？然後我講你咪向我啊，12點咯咋？把你12點過啊，你咪講佢嘅。你講真呢？然後我想買梅啲啲 MB。你哋咪講一聽到，你聽到你唱歌時，安怎聽到錄成個錄嘅聲，到底對了張學友嘅歌唱？你知你愛梅差點啊，差點啊聽差點啊我屌嘅，差點啊行嚟你講嘛，你聽到嘅時安怎？我頭聽到時候，因為一放喺條歌嘅時候，第一擺嘅時候是安怎啊？music 本來大擺攏放歌嘅時。可能我有人講話，伊歌唔是變細聲嘅。只往白晒千。往白晒千，伊就可能第一擺是阿歡你知，伊suddenly伊歌變細聲去，然後 after that back to normal，然過一擺伊去到第二擺去到 normal 嘅時候，我聽到是男生嘅聲嚟啦，聽到聲嘅聲，一首咯，一首 chorus 才變咗就一首，我真的受傷了，係一句。然後張學友嘅聲冇去嘅。張學友嘅歌，music 變做 background music 去咗。我是冇可能嘛，咁冇。一擺面見咗，然後 after that 我個聽到另外一個一擺個，一首不是係一句呢。你冇弄個聲做佢哋成個 music，係咪 mode 咧嚇？個阿蕉係 music only。成個你可能變咗成 music mode 去啦。俾我偷㗎了。了，有落掉，有見。冇，because 冇 replay 個定到。特別係時候，男仔一人做下你as moderator，then 加伊是 speaker 呢，冇加人加了大下卡。所以你至少當做是男仔呢啦。對，我當做是男仔呢。你唔知安怎伊講起的，伊講我講哇，我講因為我唱是無可能聽到咯，因為我偷個了啊 ，speaker 甲我偷個了，唔偷個了誒，因為我條床起困嘛。แล้ว實會我頭一個想到嘅。特別你冇想，你個佢冇唱過本啊？冇。我頭一個想到是想到張萬貴迄集咯，我冇想到 Spider 貴 ，but actually ending 是 Spider 貴嚟嘅。我放張萬貴先嘛，特別我想到，因為我個看到 Gavin 嘅 message，Gavin 問我，係咪到後來即接真正吉利嘅，我講人 Gavin 有聽咗，Gavin 乜都有聽啫，特別我就是我問 Gavin 冇答我，你有聽到人唱歌，伊唔使走嘛，我未記啊，迄是伊走去啦，ending 嘅事，伊先是聽一半，伊真係吉利伊走去，嚇，然後我頭一時想到張萬貴咧，我因為迄時伊甲我講嘅時。我聽講，我想到腦嘅是張萬貴，我冇想到 Spider 貴。你我講，唔知是唔是你咧？去接咧，我未記，即係我是放張萬貴先。你隔日早起嗬，我頭一時間是因為上暗咧，我咪聽到對嘛，才記你本嘛。然後我隔日早起，一早起呢，我就聽到對下你張萬貴嘅咯。
แล้ว聽到一巴伊講，就頭先咪講嘅啦，巴魯甲講，伊即係生嚟即幾間查某，人去上水，แล้ว伊頭一個袋率，人你說有5間袋率啦，頭一間袋率是鎖掉 all the time 嘅，是無人爭，特別因為人講伊嘅水泉頭是達一派，是達一流水嘅咯，滴滴流嘅，所以我等就冚起來，唔好人用啦。因為做未好，所以after 伊人用即幾間呢，因為幾學堂90幾%人對個了了咗，剩即幾間查某無對呢，所以伊人就嘅白白去爭水，一人一間，所以有陣用爭嘅時咧，就聽到頭一間有水聲，用入去爭嘅時，所以一人一間嘛，咧人傾偈咯，傾偈咯，頭一間迄個有聲出來咯，就係。是伊樣其中一個樣嘅對佢嘅朋友嘅聲，對佢嘅 housemate 嘅聲嚟嘅，伊 roommate 嘅聲嚟嘅，其中一個 roommate 嘅聲。然後伊人就袂記嘛因伊咯，就講伊無對咯。out of habit 呢款啊，是想講因伊啫。我講一半，誒，發現伊是對嘅嘛，佢我等到無人咧，我伊講在一間 roommate 是對嘅嘛，所以人掂起咗就。然後伊間查甫講，伊間聲講我 actually 是隨人講嘅呢，你講到。呀，不隨人背人，不成日。我是愛教人講我係嘅呢，老人咪伊不肯伊人本啦。แล้วการ講起伊 actually 是學人強姦死嘅。哦，所以要 continue 咁樣講係咪數？我冇未記啊，就係數哦。強姦死，伊是學一個吉，我等嘅吉嗬。強姦了小妹，因不強姦死，伊強姦了學堂無插呢隻是just叫迄個甲走呢，放刷了伊就真正激心，你搭起去你袋率爭水。哦，成日感覺到垃圾咪特別，伊垃圾啊，滴死，แล้ว after that 伊家己自殺死。Oh shit，喲！嚇，所以我條這邊教我真正係咪？哎呦，死你掛，伊個掛。因為伊是伊變是，伊掛，你掛帶到？伊掛帶到本真係 fit 伊都在哦。伊帶到啥咪？你講？我真的受傷了。來姐，係咪意思？我真的受傷的時候，我原來就傷了。我是唔是傷了？哇！那個我聽到啲，episode 巴魯加早2禮拜前有聽到。哦，那個查某笑的本是下一句呢，我真的受傷。哦呀，以前我是本是下一句 chorus 上面唱嘅。就是下一句呢，冇8句了。那個歌很濟歌，伊無笑，伊笑下一句呢。因為我聽到原來伊是會變人嘅聲，因為我直直困在啲車對。特別我心地想到是這集有問題啦，唔是 Spider 鬼啦應該。因為我直想講迄集是放啲阿妹第集，了後尾我差點講唔是喎，我放啲頭一集嘅，做咩我想到伊是唔是像 Spider 鬼聲嘅？你我甲發現原來是，即個伊就是會變聲嘅。對，我捌聽過，只無相告訴本事，你成日講樣 mimic 你白嘅人啊，成個 office 啊，上面你成日聽到你 office 嘅當數嘅聲，我聽只告訴啊。伊 pretend 啊，哈，成家嗰度看到你當數咯。少你，特別你好一頭，你早起都唔是成個講半暝鬼啊，特別。早起是面是有鬼啊，是本啊，因為 creepy 咯，是講你 only 被 explain 呢件 maybe 成日講一件去不了，我唔知啦。白青，哎呀，你試下真呢？係咯，做咩事咧？招你係使買佢 music mode 咯。sorry，白青唔是講要照表咩？白青就得咯嚇，白青就啲 YouTube 會，白青就啲特別伊唔係講以前只件啊，講嚟你講你聽到咩？你就啲 hang out， 你就啲 hang out 俾你一人嘛，講話白青。我是叫男仔去困嘅。叫我去困，我就男仔去困咧，都係佢。你有聽到伊唱歌聲啊？
我困是搭條困嘅。你有聽到超怪聲？哦，你冇有聽到？因為唔使你冇計講the next day yang個房啊，個在有 glitch 啦。The next day 人唔知個在房度對上一個歌。放開一條歌，迄個我真的受傷了嘅歌。有 glitch 咩？我未記啊，迄個我就未記起啊。有 glitch 了，我問路人咯，他們做啷個在房度對一條歌？我是 so far 聽你一句故事啦，即係我嗱時我真係嗰啲嘢咯。所以你係感覺到嚇？我困起來聽到本，安尼嗰啲代表我真線哦，我就是唔捌安尼款線過嘅，唔捌款即係聽家己困去，就唔捌安尼線。代表放 Spider 鬼時我真生氣啊！maybe 放嘅 episode 是 channel 用照用呢聲。做線嘅啊！我聽頭前，而且呢是頭前15分鐘裏邊已經講了嘅，即係故事。特別冇可能一放15分鐘我就困去啊嘛。我哋困啲啫，哋困啲啫，所以我冇咩聽嘅嗰個故事，我是 get 字加嚟聽到對呢個故事呢。Actually 迄個episode上個時我冇聽，特別我聽到一半我本困去。即係所以南西到啲 clubhouse 時往時要 rerun 嘅，幫你個 episode 咧，所以嚟嚟 promote 啫。古 episode 本thân promote clubhouse。แล้วว่างสิเป็นไงอาสามลักษาเป็นไงอาสามลักษาไหลอาสามลักษาโบเต็นว่ามึงแง่กี่อังจิ๋วเต็นว่ากี่อะไรขี้เว้มือ即係要個準有係咪想到咪告訴我你甲人 share 要個準嘅告訴看到無啊當晚人想安怎一對了對聲型嘅人啊對我聽到我去爬山時哦，去迄個七拉沙邊嘅山邊去爬時哦，然後我人突然可能我甲我朋友，我人一班人去嘛，然後有一個較老嘅安迪就買爬啦，伊去到一半就買爬啊，伊講伊腳疼，伊對伊先，所以就先落去先哦，然後我人就爬啊，我就講，我人對落啦，人去看了伊拉腳無好嘛，無勢嘛。你咪幫伊一人啦。所以我人兩人，我甲一個阿哥嘛先落咯。咁我落嘅時候真奇怪嘅，迄條路我人特登行，我人會去嘅嘛。然後我落嘅時，我徛喺頭前後咧，我個 friend 甲我就看到像我個 friend 嘅迄個安迪影啊，後尾啊，伊行到東角咧，伊衫可能影啊，伊就行下邊咯，我看到佢條腰嘛，咁樣走落去咯。特別我諗走落去嘅時候，個山有濟人嘅啫，真濟人嘅。特別我行喺度路嘅時候，時常啊，都啲無人去嘅，真靜啊無人去。喺度行啊無夠20步啊，喺度停咗嚟講，對比啊，我看到其實一頭無人，你應該就是看到佢就是看到真濟人有起有落嘅嘛。然後你看到佢，你看到嘅咧 clear 嘅咧，特別。但我就是頭先就是看到我嘅 friend，我哋行入去嘛。所以伊本無看到伊去，實無看到伊。無人都知啊，就是無人都知啊。你兩人本到對你無看到別人啊？就是無別人，我嘅 friend 就講無我人個起過啊，個到對去啊嚇，伊碰佢嘅樹啦，攞個幾驚笑，攞隻做隻吉利隻刺激隻轉。就是因為伊suddenly真靜，suddenly 無人都知嘅啫。然後伊個山都是。真濟人嘅嘛，車起真濟人起落嘅嘛，真老早嘅嘛。然後我人就行到對我人來，為咗我一行到對鳥，就直頭看到真濟人。我行到呢度看到真濟人，然後就佢再看到成一條路，我喺呢度是成個 main road，然後後邊是無人行咯，自己特別頭先就是落嘅時，我就 continue 落啦，佢嚟看到我嘅 friend 講，是唔是都看見後尾頭我看到喺啲人是唔是穿嘢衫，行喺啲動街喺度行。都幾隻吧？something like that，但係嗰邊嗰條山真係奇怪啊！你去嗰邊嘅時候，一隻隻樣叫大肚山，你去嗰邊啊，隻隻一身嘅大肚，對，你台灣邊隻隻，然後 after that 我人無久了，就是有 case 嘛，這個 uncle 就是特日樣一班人啊，十幾人去啊，伊 uncle 到尾就碰去。
搞搞無你會起步嘅。哦，哇！誒，我捌聽過本人講去行山啊，行山，伊做路碰見啥物就，你路啊，伊成個無路，為咩互你看到有路去，然後你行了，你規個 disoriented 去，你找袂到出來呢？可能。定當時，你係記住講嘅，伊個看到成個有樓梯嘅時陣啊嚇，日本啊是得落日本，得落唔是日本啊。那叫下？冇啦，佢哋樓梯嘅是 US 嘅 forest。哦，哈。啊，讓 ranger 大家搞看到，對。伊無半行嘅 structure 是干係樓梯啦，你我聽。伊是講安尼特別，伊是講有安尼款嘅 phenomena 嘅時候，就是正 deep inside the jungle，有人 usually 入去啊，吹無人嘅。哦。我唔捌聽過，蝦米樓梯，ranger 伊是啥個一個 natural 嘅 structure，啥樓梯特別咧，伊是啥個有迄個馬肚啊，有安尼款物件，伊成一站一站嘅呢？對嚇。哦，安尼奇怪，冇人冇看到啊。哦 ，interesting。Inside the deep inside some of the forest 啦，伊講。哦，歪去除了。你問下你去碰機去咯？Internet 除。哦。你是講你若是對咧樓梯起了，你就是碰機了嘅哦。伊無啊，唔是，伊有迄個，伊嘅 sharing of 迄個 story 是講伊人 rangers 有 I think the US 嘅rangers 是講。安尼款嘅即個 structure 是啲 very deep inside the jungle 甲有嘅，了有 cases 講有人接到去碰去咯，了樣 ranger 有交代講有看到安尼款嘅，賣講去 out of curiosity 去看啦，just leave it as it is 啦。原來伊講嘅係你是 structure 是成個 natural 嘅時候，係 nature 特別做成個樓梯陣。哦，我想講，我頂多是想講，伊是成個人嘅 construction 起出來，好多個了咧是跟住處理樓梯陣嘅。我是想講係，冇是成 nature 一陣一陣嘅。誒，這是怎講嘅嚇？這怎講嘅？你告訴我。我未記啊，我未記啊，特別你會記啦嚇，我會記，我聽過，嚇你話啫。Someone in the US。嗱，這就是未使講起來啊，未使講嚟嚇，樹林。哦。你 YouTube 會看到，伊是 actually 是上加無起了嘅樓梯，起個一半後頂啊。然後頭頂冇 first floor 啦，喂，啊呢。哦，所以是成 construction， 唔是成個 nature 嘅巴度啦。伊是上加有嘅是茶嘅，有嘅是上加。哦 ，YouTube 睇除啊，你睇除啊，你按怎除啊？按怎除？伊個 search 叫啥物 ？Mysterious stairs in the jungle。哦 ，OK， 等我 try 除看 ，Misty。I just spell mysterious. Mysterious stairs in jungle 哈，就對啊。RIOS。哦，咦，我冇見了。等我看看。哦，這邊有人做鬼做怪呀。The unsettling stairs in the woods that lead to nowhere. 所以是人掉地起嘅，唔是成個成個 waterfall 係咩咧？哎呀嘛，普吉這下人看到我就係 creepiest security guard 咧。即係看到我，你看即個人嘅面。哦，哇！你是草，你是馬杜。OK。Warning 嚇 ，stairs in the woods. People are missing after finding stairs in the woods。嗰啲哦。OK， 讓自己去看看。哇，這 Minecraft stairs in the wood 本。Minecraft。你話 Minecraft 本是到啲 forest 上面啊，佢哋去這裡。亂起Minecraft。Jordan， 你記聽到人講過係你orang Bunyan嘅？嚇，這青枝這就係，誒唔是有青枝，誒你是住咧，係你是helicopter，是哦。
helicopter 講伊傍晚解照咧，我哋本人照可以用嘅傍晚教應嘅是用嘅嚇。嚇，係咪事？我頂住我 friend 甲我講一個樣家己嘅 friend 哦，是 Malaysia 當兵嘅啫。咧走去 forest 入面 training 嘅時候，做兵是講做兵嘅咧，一起將個入邊做兵嘅時 training 嘅時候，伊對嚟嘅，切無伊咯，那切無伊了，樣按照橋伊本無咯 ，eventually 按照切無 ，eventually 樣就是叫保姆入去，แล้ว伊保姆就是想啊橋伊對嚟，橋伊名啦，做樣嘅 prayers 啦，咁橋伊對嚟嘛。แล้ว伊保個伊囝有一個囝細細漢嘅，伊囝冇3、4歲啊，我然後徛喺後面，我就start到看到伊哦，咱就直叫伊哦，叫伊名啦，叫阿爸咧，伊就咪對來，伊佫直直行入去，伊囝就直對了伊哦。eventually 伊個保姆就 stop 伊咯，叫伊對來咯。伊講啥物咧？伊講你翁是日本人嘅世界啦。就是接合邊個咪對來咯。So after that yang officially report 講伊嘅到 police report 講是伊翁是meninggal tanpa mayat。安尼做一個 grave for 伊，安尼就是。特別如果伊看到，如果講個伊囝看到伊是伊囝看到伊囡仔看到伊。所以看到是 spirit 啫，特別，所以是講伊嘅保姆 stop 是 stop 伊囡仔，唔是 stop。stop 伊囡仔，就是講對咯，伊咪對來咯，伊咪對來成個咯。特別伊保姆看到，可能伊囝看到咧。是咯。所以伊 friend 嗰度，就是我 friend 嚟，就是樣嘅超 friend 嚟講伊個。因為大官啊，你講家叫波驚買去切本人嚟找我。baby 嘅做博玩咧，做直播啦。I see。actually 我哋本人是唔是甲即個就是講韓國中嘅安迪講嘅是上物件咧？你是唔是叫做我哋本人？是叫 Alpha。Orang bunyi saya si alpha。唔知應該中嗰啲，應該中都在，我中冇啲啊，抽片。應該中嘅。上個是 alpha。嚟。我有繼續俾。青枝唔是，即個你安迪講嘅，係你是唔是我哋本人嚟？golf。拍球嘅事。係你是本人啊？拍球嘅事嚇，我哋本人咯。我被插嘴者，我被嘅冇做啲衰，做啲衰。即係卡嘴聽會插卡嘴，插嘴者。卡嘴聽嚟講者，你會講咩？我被插嘴者，因為我昨晚去問我 before 這個 episode 時，我去問我係叫看到物件嘅 friend 嘛。我講路係咪講故事會講下。對，แล้ว就是怎麼直接講起這個我哋本人咯，伊就是講伊去白這個檳城嘅這個山叫做 Oliver Hill，แล้ว伊捌看。邊度嚟 Oliver Hill？Oliver Hill 是 from Botanical Garden 入邊起嘅，แล้ว係去Jezai Hill 入邊，but 所以伊看到，伊講伊看到一隻怪 cute 嘅，像個 Smurf 安尼款嘅。嚇，特別伊講伊去嘅時咧。伊講成個灰灰安尼款嘅 colour 嘅色隻嘅，แล้ว特別咧伊驚，因為講伊唔是 friendly 嘅，但你講伊起嘅時咧，我捌起過遇到比較無感覺對咩物件啦，แล้ว伊講伊教嘅時，伊就感覺講 something is wrong 嘅講，所以伊無去 disturb 伊，แล้ว伊本唔敢去有 eye contact 甲迄一隻 Smurf，แล้ว咪講你看到幾隻，我就騙你咯 ，normally 是。規一個 group 嘅喎，你總是看到一隻爾咧。你講伊看到嘅是一隻爾，แล้ว伊去嘅 friend 咧，本有應該有看到，特別個了唔敢講話，แล้ว就 pass 過去啊。แล้ว因為伊驚買 eye contact 咧，是因為古早伊點伊細漢嘅時伊點有物件係個 face to face 甲伊安尼款嘅啦。แล้ว古早本大隻病古早本大隻衰過講。伊就是去別人去頭夾一個粽啊，對來了有去食物件來捶伊啊，反正就是一隻，
Smurf orang应该是 orang Bunian 条。啊？妈妈 no。儂啦，我会惊啦，我会惊做路人惊。这未行掉，就未行掉啦，在是会惊。哎呦，哎呀，太巧啦！阿龍啥物？阿龍你講嘅。我有一本冊，我是無你甲買無久呢。迄隻我有翕張小英互你看本嘛。伊是一本是一個大佇台灣的一個咱馬來西亞人啊，大約大佇台灣的。咱出一本冊叫做《馬來鬼大監》，伊是100 Malay Ghosts。伊內面有100隻無相關的鬼，但我能講嘅咧，很多bunyi呢吼，伊嘅解釋是，伊無講伊嘅身形是大，個是大箍，個是細隻啦。伊是講伊是做害人佇山巴內邊看袂到、聽袂到嘅。哦，但係鬼仔眼喺山巴哦。鬼仔眼呢是很多bunyi呢。哦，了，我睇講就有100隻鬼就真正隻鬼就我冇聽過，咩很多笨蛋啊，很多笨作，啊，咧個很多 reboot 啊。度假啦。很多家啦，伊有分咗，我覺得講伊有分幾哪裡無相排，就講伊有分 category 頭先你是講4隻囡仔鬼嘅，囡仔鬼嘅咧有咩代表唔是囡仔鬼咧，代表是人飼嘅囡仔鬼。伊講嘅是迄個囡仔嘅鬼咗，就是講伊是囡仔嘅鬼，但係伊唔是人飼，伊是大自然入邊嘅。係啦，故事你是甲查某有關係，就是講伊生袂出囝嘅，種笨蛋仔安尼啊，生袂出囝嘅。係啦，過嚟個一種是像阿 genie 安尼鬼嘅。係啦，另外一種是 natural 嘅咯 ，nature 嘅鬼嘅。係你bunyi是 nature 嘅，比較是山巴裏邊嘅。故一個是甲破病有關係嘅鬼嘅。哦。啊，咁你講韓國佢買會到嘅呢？我台灣嘅車咧，韓國車買唔到，我 online shopping 就買到。韓國應該本有可能會買到，就比較像有只隻研究只隻外國嘅物件嘅車嘛。我看伊卡本多啲台灣嘅啦。你伊南面好咯。你要好你看伊南面，伊小英嗰時用上係你戳加分別咧畫出嚟型嘅，哦，一簡單嘅。所以南面冇啦，南面哦，你半人呢？半人誒鬼事？半人冇啊，半人冇。怎麼我好你看第一，怎麼就係代表，嗱過面漢都拉雅嗰種。哦，漢都拉雅。漢都拉雅就係個數咯，漢都拉雅是哇。很多人是伊嘅身形咧是較大隻、較大較輕嘅，係咧日本正版。哦，很多人是鬼裏邊嘅昂嚟咗。哦，伊是鬼裏邊嘅昂啦，伊本是人。其實啲羅定嘅大大哦。伊是隻，伊是個隻小雞，伊是個隻雞排。小雞啊，對嗰條豬啊。小雞，如果係個小雞。難道是啊？難道？難道是。因為我覺得伊會使搖文字嘅，你知？哦，你要寫但係伊會使搖文字嘅，所以以後你就講文字咩？就歸入邊好咩？係啦，你學你按咗做。你就俾俾小雞，俾難到事。唔是，伊雞是節嘅咧，就是講佢哋布理啦。你特別用鵝鴨吧，去做沙啲可以。哦，哇！鵝鴨嘅，你啲鵝鴨 ，OK 啦。鵝鴨係掠到嘅，有人幫拿，邊人都有掠，邊人有人是養草包嚟幫拿去掠鵝鴨嘅。哦，是啊，因為就是掠鵝鴨啦，做沙啲嘅玫瑰哦，有過嚟。有人食鵝鴨嘛咩？鵝鴨好食啊！南華 hospital 嘅北京嘅有咩啊？哦，醫療啊，你做咩？醫療你做咩？養獵應該小姐嘛，養獵可以。你是 control 嘅。裏邊啊，然後可以試哦。哦，你咪叫嚟做。我細漢時巴海啊，特班年啊，有一年一道啊，一人是牙錢去拍咧學愛。control population 的時候。呀，多巴海啊，你每看你家家你老人啊，成個我可能鬼聲呀，你每人看啊，啲巴海啊，一年一道你打波個了就歡喜有攤牙錢去拍。哦，我看過。我不開，我諗古仔讀冊是不嘅牙學啊嚟開刀啊，哦，冇喎，開那邊真係糖路啦。我意思講做讀老古啲人會。experiment 啊，就biology biology 做 experiment 啊，就是講伊家人做解釋。你講台 A 點樣揾得出國家就台 A 咪就揾得出嚟邊嘅，你台 A 揾得出嚟邊嘅話，你學你拉牙龜誒接得出嚟。哦，好似。係咧，讓一記即係親子講嘅伊本人嘅形象左右，伊甲我講 describe 我一記嘅就是。
南西即聽知甲我講誒本人嚟鬼。即句應該句會記。未使講。嚇，你講過。伊講是嘅大大。嚇，伊配嚼嚼嘅會記。應該當你應該知嘛？應該當陸地啊是。你個就係拍個。哦，陸地。所以你會記 incident from 你嘅 point of view 是要甲你講定係是點點冇講？我冇後面記啦，伊幾時拍球嘅時，แล้ว伊球碰起一卡，伊個拍球嘅超波嘅一卡，伊個家己叫伊人不要緊啊，伊個波小路碰起了啦，我買去球，伊家己買自己 refuse to kick 啊。有一道有別人出頭甲伊，我想伊個波超掉啊。伊了伊家己講是黃本人，伊看到黃本人去抄掉。安尼我特別聽清者啦，我特別 clarify 就物件，但係我講錯啦。但係我看到嘅是限度bunyi-bunyian 是個聲有關嘅 bunyi-bunyian。嗱，你講講條嘅東西應該是bunyian 嘛，無歪嘅嘛是哦。bunyian 是另外一種嘅鬼，而且有多。Orang bunyian actually 後面是bunyi-bunyian咧，做下咩咧？伊即係就是可能看袂到。Clubhouse 聲變聲是唔是？我唔是，以後你看袂到，後你聽袂到嘅，所以你bunyi 是唔是？bunyi 啦，聲bunyi，然後這裡是無壞嘅，就是 bunyian 嚇，bunyian 是alpha 嘅整詞。bunyian 是線啊，用關做出嚟冷。以後你個仔你你線就全 internet 冇你好哦。是哦，是我禮拜安尼款咯。你 complain 啊？你尋咪 complain 你曬，尋咪 complain 你 internet 啩？特別特人講話成冇好事嘅事啊！我人講嘅係一句話，講嘅係冇事嘅。所以但係你 internet 你 upstream downstream 嘅了就 affected 到。後邊係冇你看你嘅 video 去看你嘅 bandwidth 會卡。特別頂韓國嘅 Korea， 韓國應該開頭整後尾佢了開咪是應該 internet 應該是只把嘛。韓國韓國。有嘅啊，伊人嘅 internet。特別 maybe WiFi interference 係咩啊 ？maybe 貴啦貴 interference。Clubhouse 嘅數，我就是貴嘅數啊。我會記即係。聽子講嘅是，伊是講伊未打鼾，伊個會看到，你有看到嘛？伊個叫看到嘛？然後伊翕小影嘛？伊翕小影了是，伊講翕小影，去到你。係啦，伊講伊會陪照。哈，伊有看到伊會行，然後伊講這是蝦米物件？然後伊講伊到底係咪佚佗？伊會到底刷？你就係啲刷病。對，我會記你講啦。伊啲電腦裏邊有就一條路，即係嚟電腦，然後即係裏邊咧看到有就隻本人點佚佗，唔知係咩物件。我唔知電腦，我是想未去電腦，所以成講伊佚佗去刷呢，背伊就看咩嘅，伊個 camera 出來翕小影，伊講伊翕。對嘅佢下邊，伊講下面 ，just 3 seconds ago 呢，我係你 AI 啊，學咁講話咋？要唔通啦，你 AI 隻個人係嘛？伊行講讀音幾點咗？我冇叫到伊咗。就係驚，我有幾個啊？半年嚟啦，半年佢講幾點佢嚟困嘅，然後伊就去教伊 complain 嘛 ，because 伊阿青子講伊 complain， 伊去學伊看伊要去夾去 complain 講，這是蝦米物件？夾去伊個 golf club 嗰邊學人看，伊開來伊小影個了，冇 image capture 到 on 嘅，伊袂掉伊小影。人講半年是成個人啊，你知？伊是養多啲咧沙巴裏邊啦。係咯，養咧可是安怎啊？養是成個養愛困嘅咗，養需要困嘅咗，應該鬼啊，嗰是 enjoy 是免困嘅嘛。特別養是愛困，養要食物件嘅咗，養要食物件唔愛困嘅。應該是 alpha 咯，對咯，應該是。特別咧，人講養嘅頭腦就簡單嘅咗，養是會學人
撈起嘅哦，但所以成個啲佚佗呢，佚佗一個房。我同你講啦，但是我諗係除 keyword 嘅話咧，嗬，你係除掉你馬來西亞好似你所在是你除到樣嘅 Bukit Jugra，當佢 Google 話，而家你斜裏邊寫啦 Bukit Jugra。JUGRA sorry，但係你四隻喺度唔是叫做 Bunian 啊嘛？四隻係nom，唔知叫咩？ nom 啊，我講有 nom，我淨話要 nom 啊，淨。有誒，伊人叫一個隔離是 Orang Halus。哦，要少人啦就。嚇，伊是 in between words。鳥龜唔是龜鳥，鳥龜。鳥龜啦。鳥龜你有冇聽過哦 ？Orang Bunyan。Orang Bunyan but last time 咧做蛋的啊，伊冇講過。哦，做蛋的是將出車，伊走啊，佢出車嘅時候。嚇，伊捌去找咧有一個海哥本是大油北，伊去碰去啲邊咧找到嘅。哦。有你聽到你捌這Bunyan是係咪咧？你其實個聽到，即個海哥。碰見是你個聽過。我細細漢嘅是 already some 仔啊，本是 Alpha。哦。愛上人啊呢。做得到啦。嗱 ，Fraser 都冇會啊。多啲腰北呢邊啊，多啲邊咧腰北啊。要。咁仲有 Bukit Jugra 係咪做啫？That Olivia Hill 本係喺 from 腰北起嘅。哦，waterfall 嗰邊先。迄邊你坐 waterfall，迄邊有一個橋啊，伊成有一個呢款呢啊，伊哦 ，Vale of Tam 下邊。唔是，是喎。Youth Park 邊。Youth Park 有一個橋，哦，我係你去 Western Cemetery 入邊啊？唔是，伊到啲山那邊咧，伊到山，點解別咁隻橋嚟喎？唔知喎。伊有成一個 stream 呢 ，small little waterfall，了。伊一隻橋咧，橋誒，迄個石誒，叫咩啊？迄個橋誒骹上加一個鞋啊，嗰啲石。哦。嚇，迄條路尾去。我俾聽看過Clubhouse 啦 ，Clubhouse 有會講幾個數 Clubhouse。我有。係來你講。我有一個。唔使。我是頂個禮拜我去食嘢咯。食一個下晡啦。然後。我自位是自家背我袋落嚟。我阿妹咧就是。Shit 咯 ，you know motherfucker 乜 Vicky record？ 阿對 ，Vicky record 咩？慘。Vicky 我到 YouTube 會播。哎呦死啦！哎呦，我哋會借工呢？哎呦，I tell you，I geram aku。應該是有很多半年咧。半年，再嚟你把笑。冇啦，我佢才講啦，echo 咪自敗。當劍 record 啦，當劍 key record 啦，當劍，等我或者是咪 one hour 我會自敗。我講咗7點正嘅咯。有冇啲 confirm YouTube 你係掉啦 ？I hope 啦，那 YouTube 嘅 stream crash 佢嗰度 DL 咯。OK 啦，講呢開緊小打啦。按照佢名，咱能 BGHK， 咱能就是能 replay off 咧。哦，我冇登 on replay 嘛。你冇登 on，because 隔了 episode 隔了 record 咧。嚇，未使 record 咧，人哋打啲單字棒嘅嘛。I think maybe next time 你哋會 backup 咯 ，because 你係 delete 掉 clubhouse 嚟嘛。掉本。你係 delete 掉，你成 backup 咯嚇，你成綁掉成，可以 on 成，冇數咧嚇，你係 delete 掉咯。掉 good idea。你人講住你隔了，成個你人隔了就係我聽嚟隔了就係 Greek 啊你，我呢個唔知。Greek 啦。冇你嚟，一個你嚟嗰時你就食啊，你就知啊。係啦，嗱細講了。然後我阿妹到頂是坐死嘅人嘅，然後是無人坐，因為我坐死是我曉掉，我阿妹是曉掉阿妹咯。你唔使你 echo 嚇，佢 key 我冇 echo， 你 reverb 佢冚啫，佢冚啫。OK， OK， OK 啊。嚇 OK。然後我嘛叫了物件哦，了物件來了，迄時我人有死嘅人，然後我 niece 坐伫我頭前。我爸只是向啲阿妹咯，阿妹是到頂架了啦，因為我自己第阿妹啊嘛。然後佢得幾阿妹？
Apple 對嚟 Apple 食 Apple 對 lunch 啊，我叫人行來個了，因為多頂食食，因為我食迄種上個迄種嘅面是有 hot stone 嘅可能嘅啦，所以咪規多頂食看一隻阿侄嘛，因為咧樣倒咧下面嘅食了嘅物件個咧，我就放阿妹，因為阿妹多頂是空嘅，咧我放頭前幾那盤放了，刷過去，因為冇我刷佢阿妹嘛，咧伊哋人嚟夾走咯，嚇咯，然後放小妹夾了個，因為放了 OK， 有個有個嘅，樣未放下面，小妹樣我已經個再有加幾那裡可放加幾那裡盤哦，個有空盤，我個再夾起阿妹放，我夾起阿妹放，我轉起阿妹時候，我看到有兩個人，一個查某一個查甫，是坐喺迄度頂位嘅，迄查某是白色衫，查某是向條話了，查甫是白隻向條話。แล้ว我因為我一轉看到有人，我就轉對來了。因為冇可能看到有人都過去放啲人嘅頭頂嘅嘛嗬。แล้ว我轉對來咯。哎呀，有人咧，我放到。你是時候講哦，大把人來坐啊路。嚇！我看到有人來啊，因為我轉我目睭隔是看到有兩個人坐呢邊㗎咧。แล้ว我再是坐查某坐查甫來，因為。查某是伊是向條話，查甫白隻向條話，因為真見你啊！你看我手一巴過去，裡面是真見你嗰就差唔多。所以了過後，因為我食兩件嘛，小妹我人阿妹食了食一半了咗，了變過去阿妹看無人咗話阿妹，了我就問我呢阿妹食安尼快咩？我人本未食了，伊人食了先啊！我人伊人來時我已經是食，我人是唔見來了嘅，樣快過我人咩？我你講，迄邊個是無人坐過。因為你是向條嘛，向條伊人嘛，伊是看條的嘛。伊講無，伊講有影無人坐。我講來坐會走本無啊？伊講無，可能伊看面你無講，伊走去咧。伊講無，咧伊個 remind 我者，你知你是係咪人啦？แล้วว่าOK แล้ว小妹我走嘅時候我因為愛食了迄時我問伊嘅時แล้ว我走嘅時我看者因為我嗰時不相信看迄邊個有冇一個查甫一個查甫一個查甫穿白色衫查甫我會記是穿黑色和淺色嘅衫啦แล้ว我看者有冇安尼款嘅人佇內面就是白位啦想刷到白嚟倒頂可能人刷到啦你冇看到啦冇咯內面是無一個查甫一個查甫 couple， 甲了是較濟有囡仔嘅，無咧就是兩個查某，無咧就是三四個人坐哩只個，了本無，因為三四人本無一個查甫一個查甫一個白色衫，安尼看咯。男仔啊？確定是人無？甲是牛頭白面？唔知嘅啊。佢一白，佢一黑。我冇看到伊邊。我俾問你看到伊人，你捌甲伊人。當時幾個你咁話成日 ignore 嘅咪出面啊？我知是我 ignore，特別有陣時你家己會聽到有聲，你家己會去。哦，對，成日淡仔有幾講嘅呢？你甲你 communicate 唔是成日講，甲你講話，意思是頭，你 already 知 information about that thing 嘅，是唔是有幾？耶。我。你是 already 知，你是你免解講話，你就講嚇，即係人是到嚟係咩物件？你實際 information 成 download 佢哋 now 嘅。伊 suddenly 會隔兩個時候，你知伊樣嘢去安尼。Telepathically 成講，還是講是你 feel the emotion 乜嘢嚇？你 feel the sad 啊，是係咪坎坷？係咪你 feel the 嘢嚇？你捌到知啊？哈。伊實咧就是即個 data， 伊是一口啲落腦裏邊了嘅，即個 data。安尼講呢？你 automatically download 嘅，你未 block 嘅，伊是你同你腦嚟。伊 download 啲落腦了嘅。你未想導你 virus 嚟 scan？即係頭早我講佢哋 antivirus 即係我頭早講佢哋將扮鬼哦，實質呢就是上條迄集，我準備冇上條 spider 鬼咯。哎呦，我開開。喂，硬係點樣入 food 好啊？我是捌聽過啊。像甲有個人啊，像甲伊人嘅親人死了啊，像伊翁甲是伊囝死了，伊人心放袂落啊，伊人去找安款嘅人啊，愛去甲伊嘅迄個死了嘅人講話。呀，我朋友捌做過一道，伊同我講啊，呀，伊 because 看房咯。
呀对，thank you，即个哇，我会记啊当今啊，because 啊，人我会只讲我会当人话当今进步真正嘅。哦，變得好見數啊！呢陣時用 Clubhouse 位條真係近網什麼意思啊？我就同你講 Clubhouse 反正你來是往 demo， 你看近網什麼意思？你就 Clubhouse 就係上個近網嘅，你接嚟人家是到啲啲，然後你會近網嘅人就近網，你起來對面講話，你知嚟 Clubhouse 就係。伊甲我講 ，because 伊唔敢甲別人講，咧是特別伊驚死咧是啊，伊放袂落啊，了伊 depression 真濟物件個了伊嘛甲我講咯，了伊再講我 open to 安尼款 discussion 咧，伊嘛敢 like unload 互我咯，聽啦。再講你未 judge 伊係咪啊？有 because 有陣時啊，人做工人 professional 人袂使亂甲別人講話，互人看衰嘛。咧伊甲我講了嘛是點點咯。了，伊甲我講，伊佫有睇，你知哦。了，伊講，伊幫伊翁是完全無相信。這是當人啊？伊是阿嬤嚟。哦。阿嬤嚟。所以佢做 medium 啦，頂是。啊，對。了，伊個 appointment 佫特別 book appointment，佫唔是幫伊，你知哦。你 appointment 啊，佫上加你愛 book appointment，唔知幾哪月節 book。了，佫一個佫較慘過，伊會搞死了啊！伊幫袂落啊，了伊去找 medium 啊，甲伊搞講話。哦，你知啦，我朋友嗰陣時，但係我熟嘅人啊，嗰陣時奇奇怪怪嘅人啊。所以 medium， 你 medium 伊近網嘅時，伊搞起來時，咪成成搞人冇。冇，嚟我但是你問我啦，我是感覺是伊這種伊嚟搞嘅咧是，我是感覺是完全是假。特別我是無甲伊講啦，是啊，人是做人朋友，互人朋友甲人講，了人互伊 worry free 嘛，即是做朋友嘅道理嘛，對。了伊甲我講，伊講伊放袂落，了是伊講伊甲我講，伊講嘅情形互我聽，我是感覺啊，伊是用伊嘅心理啊，伊知講你到是安怎啦，伊就做互你嘅心理較好。互你放心迄個，然後呢，互你安心，互你會放你去。有，所以我愛講伊是老類啊，本袂。你是 therapy 然後呢？有，人講啦對，你是 therapy。了我講問伊就我講，你若是講真正去 therapy 啊，人嘅 benefit 嗰啦是互類嘅嘛，你其他物件是無互類嘅嘛，俾家己出類嘅嘛。了特別一個兩個查某咧，伊人唔是講無類本啦 ，actually 類唔是一個問題啦。了特別伊人唔敢買去安款嘅位。because 伊人感覺啊，個 psychology 啊，款物件袂啱，伊人是感覺啊，伊人愛一個另外一個 dimension。哦。呀，了伊問我，伊講，你捌聽我物件？我講，我大漢安尼款嘅 Malaysia 嘅位啊，我聽得真正濟。了伊問我，了我都唔敢講，了我甲伊講，我講即個 actually 你袂使講是正甲是無正，若是伊有幫助着你，就對了；無幫助你就唔免。都無對了。特別伊 medium 很好，伊 medium 甲你講啊，伊你袂使講，伊互你一年爾。一年係咪做？嚟，你袂使講直直 book。哦。我感覺伊毋是講，伊毋是愛留你，伊是愛做互你安心。哦。所以你袂使成講為啊直直買房嘅死嘅人去，你袂使成直直 repeat 直直去 session 甲伊拍 call 嗰款啊。係你是特別去 clubhouse 嘅是特別接 repeat。你講嘛？你家點證啊？即係是10幾年前啊，一點證係200幾塊啫。喲。然後伊嘛只起行，伊講我唔是講買互伊類，我個 book 做咩事伊買接啊？哦。呀，伊買接。了我甲伊講，我講。迄個人本是有影 ，because 伊甲我朋友講，伊講啊，人死了啊，伊 spirit 啊，你特別互伊清，你看拖掉伊啊，看亡直直看亡啊，4個月、6個月看亡一條，伊嘅心、伊嘅 spirit 袂清。誒，即邊只謝哦，正 medium 只有款咧，你問講阿嬤無相信鬼，阿嬤只謝 medium 嘅啊。你正嘅啦，唔知啦，有可能較濟嘅佢正，但係我唔知特別啦，梅魯咧，你叫咩？係咪 John Edwards 係咪佢頭嚟叫？唔知咩？對，伊人是叫咩啊 ？Crossing over。對 ，crossing over 然後呢，你樣成日係知咯，唔係講 OK，我看到這人嘅名是咪 start with C 嘅，係咪物件？了是，了看看就係一嘴係咪物件？一樣嘅成日 feel 到。
feel 的只姐嘛，係咪 medium 啊 Long Island Ice Tea 唔係 Long Island medium。Long Island medium 啊，頭毛放嘅一間啊。伊甲我朋友咧，伊後生時嘅咧，伊甲我講，伊是相信是蝦米事了。伊本是真 cynical 嘅人嚟，所以伊甲我講伊相信啊。伊甲我講because 伊個 medium， 伊隻去咧 medium 頭一下爾咧 medium 就甲伊講，我唔知蝦米事啦，我直直看到一個 image 啊，你直直看到杯。哦，直直看到杯，然後我直直看到像個迄個 laundry machine。伊講 because 伊個 medium 啊，伊是 image 嘅。伊講伊唔是像一個人來甲你講話，迄個人迄個 spirit transmit image 啲意思，伊個頭殼，然後伊 explain 啦。然後我朋友一頭就好咯。伊講 because 啊，伊個後生時是17歲嘛，伊規隻命伊後生 because 伊個背啊，規一邊，然後伊特到愛洗背是真坎坷嘛。伊特到命，然後伊個 medium 就講我唔知蝦米事啊，我直直看到背，然後我直直看到 laundry machine。你是伊講我唔知蝦米事啊，直直看到我捌聽過。後生真掛念你，直直問看你有穿，你有冷哦。because 我朋友規日真冷嘅，規日真冷。夠冷嘅人。然後特別伊去嘅時啊，是 summer time， 所以迄個人我講人問咪講，無聽到你穿 sweater 舊咧嘛，再講。是。伊去嘅時。伊去問伊嘅時是 summer 嘅時。呀，然後伊講迄個 spirit 啊，伊人是講伊個 spirit 條，若是講伊若是你相信啊，伊人是講伊 spirit 若是樣要甲你講話是 communicate 啊，樣是要 take the thing that 你人老人知嘅物件，所以你就講嘅時候 identify 講，這是伊了，安尼。有。所以伊個 boy 伊就是伊個。sometimes 人就講我 I don't know why 人 show 你這 ring 要關來這 ring 對樣嘅 meaning 是蝦米物件係咯。所以伊是夠真心甲我講，伊真 cynical 嘅人嚟，伊甲我講伊相信是 because 啊，伊無問你名，伊講真濟物件個了啊，迄個普通成個 crossing over 咪個啦，伊無問，特別伊直直講，伊直直看到背，and then 伊講伊無感覺真正係 communication，because I think 迄個囡仔佫是大波嘛，咧佫17歲，然後 I think 無講真濟物件會甲伊個嘛溝通啊，伊直直講，我感覺你 spirit 真正 worry 你，然後真正 apologetic。所以伊甲我朋友講，我會使直直收你，特別啊對你無好，對你個後生死了 spirit 本無好。and 這個物件我是愛互人安心，我唔是愛。我愛幫助較濟人，當今嗰啲 grieving 個，伊是安怎講咯？了我看到阿琳娜第一排地，記來看，哇！不知你拿起來咧？茶米粉我咪叫佢梅魯。講錯啊，茶米粉起來嘅。茶米粉你使起來者，我咪梅魯咪見，係啦，起來啊！I mean 成日近望嘅出嚟，你有聽到我 send 互你嘅 video？我 reply 都未 message 了。我冇看到，我就是冇看到你 reply 我，所以我睇時真雜嘅嚟你 Facebook live 嚟教我講，我是唔是你嚟阿邊嘅位？是我一邊嘅位嘅先。OK。我是幫啊，人個了。我條講伊有聽到，特別應該我啲甲人講話，我都無去注意嘅你先。特別插幾條聽到，即是攞到啲外面條，攞到啲外口條。我條下。看去把你見啦。嗰個就係一千幾物件啦。這是見仔就講了。at least confirm 就 confirm 就。confirm 就。特別好，頂住是我 Halloween 嘅時候，到啲 clubhouse 做嘅 Halloween 嘅 episode 時，我幫佢樣聽係你見仔，嗱聲，你叫我隻 episode 時聽到你，然後咧時個聽到自己啦，然後你係吵嘅聲啊，我到啲 clubhouse 時幫佢樣聽啊，冇覺得驚，然後聽下見你啊。What you get? 我知道。Oh, stop that shit! 一個佢聽到一個佢驚，你講我 stop that shit！
好笑。我不明啊，鳥龜我咪鳥龜嚟講，鳥龜你不去想看網係咪嘅經驗？你不去看過人看網係啥物？我有一道是去伊是都愛談嘅是一個特別200嘅 celebration 安尼款去過嘅事。咧有一個樣有人去當嘅嘛？咱一個伊去當觀音媽嘅。哦。伊是觀音媽接線嘅，嚇觀音媽接線嘅。咧 after that， 伊有人來問咯，人愛甲伊樣嘅relative 啊講話咧，可能有一個 lady 是狗嘅，是個是伊個狗，啥是機器。咱伊去問嘅時候，佢咧 lady 講即觀音媽吼，伊 suddenly 伊出嚟像是狗嘅聲咧。那伊 start 哭了頭殼，舉伊手起來成隻狗，嚇伊 totally become like that。就跳檔就是安尼，可能我細漢時看到人跳檔是安尼。有影誒，有了真驚誒。看網吼，轉手嘅。冇見嘛，搞到喺冰島冰3冰4冰5冰。唔知笑佢咩嘢？哦，因為伊阿妹嘅 background music 我聽得計驚啦，冇驚啦。放個手啊！我聽你這 replay 嗬，有你看你個笑啊。是啊，笑啦，但是我阿妹唔敢放嘅。有 feeling。我不好人看喂，硬啊，伊真好笑伊，伊真特擺。伊只照教誒，真係我都看伊叫我，差唔多要食佢，我是，這是我嘅 lunch。哇！你好射咯，你跳條波咧，玩到硬。HDB 啊，你只看啊。哇，好你有啊，John。伊再來夾起來做，也幫做廣告啊，㗎伊。伊個都阿妹食嘅相。伊甲我講 cocktail shrimp。伊甲我講。我講，哎呀 ，because 昨日我去 Costco 嘛，然後我講，你真係做嘢啦，你們了點聲舞，特別一直想對 creatively 特別想下我要食咩物件，好嘛？所以我咪講，明日我俾 Costco pizza 你頭 pizza 我 pizza 嘢，然後伊講，哎呀，我 disappointed，伊講特別我 looking forward to 啥？變物件我食，我係睇住，伊今日是食個就去 Costco 買啦，佢做緊啲水個角度書，你講，係出名咯，係咯，出名，然後個，就看未到。我啦，我哋 clubhouse 使看 YouTube 嗱，頂面 YouTube 嘅 link。YouTube 啦，嗱我拎啊嘛，拎片，梗有線你做緊很計線。等我看，你看我會做到，我會讓你看到，即係哎呦，這時候人行過嘅時候，你可能搬出來，然後這pizza 咯，係一都是pizza。哎呦，死位係夾老一杯。哎呦，叫起來食，叫起來半嘅就食啦。我落到位 train 了，我冇夾到落頭殼。Oh my god！你係我食lasagna。伊隻係咩？伊隻怎講啊？係咪怎講？伊隻小一隻腳狗誒，伊個你昨天我就食啊嘛，你我食我壓我下到啲我下杯啊，燒到啲我壓，伊個嘢差咩下杯係嘛？同埋，然後 of course 一拗嘅生，所以我係驚我係生氣，我裡面主要。你生我看到成個龍眼可能，哦冇。我想講你是 marshmallow 嗰時係咩嚟啫？我係生成嘅 shit 嘛，我係 ice 啊。一坑。啊，我就講龍眼可能。龍眼。是可以看嚟食。咩啦？死啊你！然後你一鴨是係咩嚟？一鴨是係我係下殼咯。哦，下殼我係哦。我昨天食了，我係下殼，我下掉咯。等陣我會鎖我係 camera 嗰個快掉下殼。然後我係下殼啊，對我 lemon， because 實在我誒這邊都上班是幾個節來一擺，幾個節，一禮拜。一禮拜要來上班，好誇張哦！一禮拜來一擺嘛，所以一禮拜來一擺了，我是特別想啊
照起成度啊嘅臭味嘛。搞呢。So anyway, sorry 啊 ，disrupt 啦，我未打我覺得伊角到書乜咁樣食嘅。一個做嘅成係成 restaurant 啊，這個 restaurant 這個你講啊對。我特別叫我翁嚟看啦，依家 audio 啊。哦，這是我抌料，鬼嘢特別成日抌料成日角到書。哦，OK，sorry。嗱，我諗講咩啊嚇？都我叫幫助就是。topic 的 best song 咧。best song 㗎，唔知佢到落去啊。個未記錄音。啊，對，sorry。誒，但係即我哋鳥鬼冇講了過嚇。鳥鬼講一半嚇，你我調查落呢。我較就是看到哦，狗誒，你講狗誒。像啊，伊變咗。伊人變做啥狗呢？看伊 action 啥狗呢？伊出嚟啥本事啥狗呢？哦。特別 maybe 有時是成日講，伊每時都無每講，伊就係講伊會除狗咧，咪嗰時就會做啥狗呢？咯。But 伊 action the lady started crying 啊 ，because 伊講伊 the way 係你人。相款嘅伊嘅狗。相嘅伊嘅狗嘅 action， then 嗰一個是伊免伊嘛都baru pass away 呢 ，then 係你 lady。啲解講叫伊叫下面啦，下面嘅了嚟，即是伊 before 伊媽得pass away是叫伊做嘅物件，等唔解講上物件都對，我學過樣咯。喂，我個人講佢啊，講佢咯，我以前妹嘛，我以前普吉嘛，加老路喂係，喂，住路下啊路下。Invisalign 你 Q 掉，我 Q 係 Invisalign 咧，我講咗係，然後我係講嘅就成日看咯，我係講嘅就是我覺得嗰一節佢哋講呀，我係講特別一節，伊卡特別你起來特啲講語嘅嘛，伊呢，翹卡，你伊呢特別呢，然後一節是特別呢看呢，所以我伊就特別驚鬼嘛，然後特別個去梅，然後梅一時。伊講一隻奇怪啊！伊個講每看，伊講一直吹寶，學伊名吹寶，直吹寶。然後講尾時人講，伊咪有古內後生隻咋話係梅少少，伊講唔是。然後出嚟 OK，直吹唔掉。然後是講伊是紅教嘅。哎呀，你較早講啦，紅教嘅個無相嘅喎 ，apparently。冇8蚊呢？嚇！伊無38蚊，你個紅教無相位。伊就去下面吹，就吹掉。你講四個走一隻企鏡，伊知啊，企鏡我知。แล้วว่า伊就講少，然後就特別驚，然後伊就起來時，人呢，我伊講我就要流啊，我就要流啊，你看到成個我係講咧。一條卡只人車白款的呀。伊隻特擺一卡起來，伊手係到一邊嘅款，然後政治就喺頭上嚟講，伊個我個記得，我就講伊樣 connect 是 connect，如果係你每個人，因為我伊特擺講，你買電款借，你借咗你係辛苦壞你就係 ，because 自己卡呢，我伊講你伊講你問借呢，佢講伊講借啊，然後。伊就可以看到嘅時，就坐起來咧。伊講我係轉，伊講做咩鬧？特別奇怪嘅是，伊人會知，伊看起來吼，伊會知即個低調，即 behavior。對，就是講我冇相信遐。往時伊講話，你在 psychologically 啦，有時講嘅話是你講了，你愛聽嘅物件。我 believe 個有當時人講是俾學你成啊安心，咪是俾學你愛聽嘅。特別這啊，成個講伊試走啊，一個後生，伊係是 confirmation 嚟嘅咋，因為每看即是咩內後生，一個係咩你冇後生嘛，我係講，所以講一個試走啊，一個企驚嘅，伊在企驚本在，我伊都冇介意講你 information。我捌對我係嘛去問看啊，我係高啦，隻股啦。แล้ว我甲伊無咩話講嘅咧，伊特都甲講話嚇，伊會食，伊會，你知啦，你 brother 是 H gap 啊，伊無爽嘅咯，伊會起紅開嘅啦。แล้ว迄時嚇，大路啦，係大嘅話，แล้ว真濟年啊，แล้ว伊起來時嚇，伊特別叫我人講細漢嘅特別甲伊
北嘅熟到啲有叫當嘅人啊。哦。然後佢北嘅時下，伊嘅 pattern 啊出來啊，有陣時錯咗話喎。像甲你講。伊一頭對，像一頭嘅手啊，像個真不耐煩嘅就然後家己搶過去啊，家己北嗰種。然後接落來嚇，伊講嘅話，伊邊啊，伊向嘅direction 啊。แล้วก็อีกกองว่าอย่างนี้สิชัวร์เดียวเลย因為人都冇講到係咪話過嘛，人都冇講到係咪 anything 嘛，做咩屬於 behave 嘅你想嘅呢？因為真就講是伊嘅。因為 behavior 嘅เรา都冇講過咗。係咯。我是唔買上線嚟看物件，特別有類物件我是未 understand 過了。我嘛古早一道啊，我捌看過去跳動嘅啊。迄個伊是九王爺，又毋知是九王爺。伊人去討咧紅公字啦，蝦米嘅事吼。了有陣時你討紅公字啊，有咧伊是寫啥咧節兩三咧，有咧是寫啥咧長人啦咧1、2、3安尼款嘅物件嘛，了就安尼款嘅物件。了伊人嘛是寫有陣時寫呢，了迄個跳動嘅人嘛是寫 number 寫字安尼款嘅物件咯。了有陣時伊互你食糊誒嘛，去燒咧糊誒着，就是會曉寫長人字誒。了特別跳動過了誒時啊，伊人叫伊毋知快看咩物件，伊袂曉讀着。了人嘛問咯，你是會曉字誒嘛？伊講無，我是無讀冊誒人，我是袂曉字誒。然後你若是袂曉字，按照頭晚你跳動時你會曉寫字，伊講毋是伊寫，是迄個物件寫，是迄個。紅光啊，接伊身軀了啊，寫，伊講毋是伊寫 ，because 伊人叫伊讀物件，伊袂曉讀，特別伊跳動時伊會寫，毋是講寫甲誠深啦 ，because 伊人古早知啦，佫用迄個紅色嘅迄個印啊，長人印啊，แล้ว佫用迄個 brush， 你知啦，我安尼老了，我細漢嘅時，敢若是誠古早嘅物件嘛，無變嘅，你知哦，嚇，了伊寫符，了伊符是黃色嘅嘛。了，迄個紅公字嘅迄個物件是紅色嘅嘛？伊會寫字嘅喎。特別伊一過來，伊講我是無讀冊了，伊人問伊安怎你會跳動？伊講嘛是無通食啊，去迄個暗堂啊，了迄個人啊可憐伊人啊，了嘛是大便食，啊嘛是說學跳動去咯。聽到誠義理咯，特別是安尼款嘅物件，我是袂，我嘅 logic 啊，佫袂 ，because usually 我聽幾個故事我愛。understand 啊，無定着是人嘅心理，無定着是蝦米，特別即個有影跳動是我本身看到咯，我袂 understand 安怎伊安尼款 ，because 伊有影袂讀 ，because 伊人知愛互伊物件，互伊讀，伊講你會使甲我讀喎 ，because 我毋捌字嘅人。我 actually 我 sister 伊嘅 workplace 有物件做啦，咱Thursday 時我拄着伊人有請一個阿贊來做 blessing， 所以講甲跳動嘅物件咧，伊講吼，有陣時這跳動嘅咧，毋是神入伊嘅，是 actually 迄個 spirit 啊，迄個鬼吼，伊是伊嘅 time 也袂夠吧，伊是好嘅 spirit，then 伊會 help 人嘅事，所以 possess 迄個人，then 伊用迄個神嘅名來。做 help 啦，嚟醫人啊，嗰啲物件嚇。你成時鬥下手，伊特別其實有陣時毋是神啦。對，伊有講過，伊講袂使亂做跳動，伊講若是講你嘅心無清，甲是你袂曉 control 你家己啊 ，because 我甲你人講過啊，我嘅媽人規日去跳動款嘅物件，所以伊人誠興款物件，所以。你去管時啊，你嘛是會啥捌着，嘛有講話咯。了伊講啊，即個物件袂使亂學嘅 ，because 若是你心無清，袂曉 control 即種物件，你會魔神去，你會互迄個 spirit 啊 take over 你，了你變魔神去。呀，伊是安尼講咯。但係我細陣時，我真屬於去看迄物件 ，because 我袂明白安迄物件，我愛明白，特別。我袂到當今嘛，我安尼老啊，我佫袂明白，即個是安怎物件？其實跳動真好講嘅一個 topic。我古早我去過啥物紅光吼，特別吼
迄个梅红讲吼，毋是伊甲迄个 statue 梅喎，伊一个人上甲伊出来啊吼，伊无穿衫，伊跳蛋咩？要伊身躯是白条什么裤纸毋知，然后有边仔一个人直直甲伊讲啊哈，啊对对，伊就写字。倒边，伊个 translator。伊 translator interpreter。interpreter。Messenger。看过几一个是一种是安尼看大边仔咯，安尼几一个是大地高会大吉打位的，安尼有一叫人咧，伊举一个茶几吼，伊是 split 的甲歪，伫顶换尔，换伊是山哦顶换。换尔。你不是梅红讲啊？物件是啥物？哈对，迄个不是红讲诶。其實大媽阿三啦講係舊嘢嗬。卡水聽講。阿伯嗰隻當機卡過落歌，卡迄個螺啊，咚咧，伊特別是夾一個歪啊，反正茶幾咯，一拍迄落歌夾一個當螺啊，然後佢起線，因為無人嘛，所以就講啊，來你搞拍。哦，你所請你做呢 recruit 你啊？係啦，因為我係故講嚟。哦，係你講佢。แล้วเปิดพักแล้วพักก็เราคุยสิ่งกว่ากี่วันว่าคือ講น้องที่ช่วยสิคุณได้啱嘅位嘛對，คุณได้啱嘅啱唔會覺得是棒嘅佢哋 Y shape 嘅茶是咩？上卡這裡小茶幾咯，你係brunch 啊茶幾大啊，แล้ว因為你係拍頭頂落歌誒，卡是你當路嘛，所以你嘛咚㗎，鏘做隻拍咯一刀。哦，明白啊？你嚟拍你 order 嚟到頂。你活一刀嘅時，冇你，伊個 instrument 攞嚟聲咯，哦。冇我看到嘅咧是大我酷公司入邊嘅，伊特你唔知擺啥咩啊？是啥物啊？伊特掉嚟啊！你是特掉人去問啊？伊有佢嚟查咯，伊成用伊手啲搖啊，嚟查啊，伊又夾嚟查嚟拍你order 是叫咩？紅光島嘅島頂，你係伊邊仔人就啲 whisper 啊，伊咯佢講聲，然後就寫起來又寫，你係是 after that 你講啥物嘢？我看到係是也歪迄個茶几吼，伊開一個，伊島頂安尼看吼，伊島頂內面有山咋，伊山就白白啦，所以寫字嘅喎。寫字，然後有一叫人伊 assistant 見到迄個茶几 the other side of the Y shape 嗬，然後伊直直寫字寫，然後伊 assistant 係查係平嘅，然後佢就寫，然後邊邊有 jot down 嘅物件。就講掉，阿蕉啊，阿蕉講，我細漢我媽厝是人講，邊就是人講經驗跳檔嘅嘛，所以英國會記樣跳檔嘅時，你 music 就是咚鏘，調。哦，以前一啲 repeat 啦。一每人講就是，大媽講咯，你寫字 Y shape 嘅你查記寫字，然後邊啊人講咩，然後寫起來咯。然後直直你刷樣，佢再。我是一步會刷，寫到啲刷位。江湖鏡要走啊，拜拜，江湖鏡。哦，我看到伊無刷，伊是寫個伊用迄個 Y shape 嘅查寫個啲寫字了咯。哦，我到底 L 嘅，成啊。因為伊寫成個在陽光島嘅位，伊邊仔嘅人就是在下邊啲寫用抓 down 啊，抓 down。我細漢食嘅是條嘅糊嘅咯。你啉只隻糊啊？你笑啊？係啉啊？係咯。你咪是安尼只隻 fiber 好幫曬。就是叫話啊，有個轉啊，豆嘅，哦豆嘅嚇，我講到kampong嘅嚇，kampong 嘅嚇，kampong 我話先啦，佢 kampong 啦，佢好似頭第三第四間，買嗰個後背，因為嗬，伊講嘅 kampong 嘅人，係硬講嘅對戲啊，唔是，因為嗬。你若是何嘅靈魂入喺個嘴巴啊，嗬，伊心底會成個亂去，blur 去，所以嗬，最好若是你若是愛康幫啊，最好是嗬頭3-4間換，所以你每個物件會較準，
因為我剛講我發得問。頭 first few like about 3 or 4啦，啲人啊。你那是阿無迄個看網嘅人嘅補去伊message blur 去講。我發得是應該是等我看應該是第3天。第3天。所以伊起來因為嘅看網嘅人是講廣府話嘛，所以人家講廣府話嘛，因為伊唔知是嘅。卡邦嘅人是係咪人嘛？其實人是福建人啊，所以伊哋啲人係講福建話。我是。快得咯。你平常時是講廣府話，特別你巴基嘅時是講客家話。我伊嘅卡邦嘅人咧是講廣府話嘅，因為係義波嘛。所以我快得是講福建話嘛，所以就。卡邦起來點啥？這起來就是講客家話，講福建話咯。所以是唔咁樣咯，是看叫咯，所以就有人問邊條名嘅啦，有那個看一擺呢，伊要做3年，點先看一擺？做咩年？做3年。你是貴啊？那古個看。伊實是袂使太早看嘅。做3年點上個看呢？實是唔知1年內邊袂使看啊，是安怎啦？แล้ว過了幾年過了本是袂準咧，因為伊人可能無大喺邊啊，可能去跑嘢嘛。可能佢出事啊，咩物件？未必係最後你1年呢？特別冇啊，你是 within 1年。我是3年，因為我係發的是機會死嘅嘛，因為伊是開刀死嘅嘛。所以就進入飛機那邊咯。係咪機會？係咪機會啊？機會。掛條會啊。掛條會，係咪做冇聲？因為如像浪車本是機會啦。不是機會係進入飛機那邊咯。飛機係咩意思？飛機。full of 飛機啊。飛機。係咪意思咧？飛機。bird tank。所以因為伊是機會師嘛，所以就喺進飛機那邊咯。了解進飛機那邊，特別3年嘅在未。無，因為咱無早問，因為咱3年個啊，咱看伊愛蝦米物件，咱做互伊。來去做伊所以咱無個。after that 無個問啊誒，無個問看伊起來問啊咩物件，所以就嘅卡邦嘅人就講我，伊是真係是進入飛機那邊咯，and then 伊自己好啊，因為伊無順利伊安怎走人嘛，所以就伊好甲伊目睭就是整起來咯，咩物件咯，所以伊有看到啦，嘅卡邦嘅人看到咯，就。That's why 就是咱3年那邊咧，咱有該看證咯，看證，看伊起來咯，從個飛機起來咯，所以 at least 唔可以 suffer 人們啦。所以就有看起來咯，因為為咱做點啥咧是即 process 本邊2 時咯，本邊看苦咯，因為伊一陣起來嘛，所以伊就咱一陣看起來，所以伊就一陣起來，所以看到地要一陣啥，咱撥個冰水杯吼，會飛起來。你是講咩意思？伊無像嘅 step 啊？你啥物無像？因為你進入飛機內面哦，你愛慢慢咱看伊起來嘛，所以咱就愛看伊起來咯，咱就做個 ritual 來看伊起來翻啦。所以就上翻咯。你捌聽過吼，看網嘅阿姨吼，有誒吼，伊甲你講吼，因為伊是 Christian， 伊袂在條做去，迄個 Christian 嘅 department 吼，伊叫你找別人嘅。我找別人呀。That's why sometimes 安尼款物件，我就是真有興趣啊，款物件 ，because 即個款物件，你坎坷聽到嘅啫，特別安尼款嘅 forum 吧，你夠才聽到。Bible 嘅會冇有一個看網嘅故事咋？係咪啊？其實你知喺 Israel 嘅第一個王啊，是 Saul 嘛？對。
before David 是第二叫。Saul before 伊即個 God 啊海路啊，因為伊成個真正 proud 就係咁。有時正裝下，有時伊買海路啊，有時 Paul 唔 Saul 伊買嘛，伊也是愛 hold 掉嘅刮痧。有時伊笨小去咋，因為伊 God 啊 allow 啊，係你無好嘅物件來做亂伊咋，係你 spirit 啊，that 會做伊成個起哄啊，會做伊成個真正 jealous 啊，安尼伊學做伊小去咋，然後伊走去找 medium 啊，個 desert 嘅位，然後 Israel 啊袂使找安尼物件咋，伊人有 covenant with God 嘅嘛 ，covenant 意思講啊，伊甲 God 啊簽合同。嚇，人字咧有 contract 嘅，所以伊袂使去找安尼物件咋，然後伊去找到，因為是伊裝伊啥家己是啥個真正殘嘅人啊，然後伊去找啊，然後是伊去到啊找下你無摸嘅時候，伊無摸就 check 嗰時原來是鎖嚟咋，做咩事來找我得到死嘅啊，嗰時 Israel 無學做安尼物件啊，所以伊講導人看我 Abraham 啦。是 Moses 係咩？所以客古嘅 prophet 啊，伊叫佢近起來，近望起來客古嘅 prophet。了嘅是啊，伊係冇乜話做咯，伊係近望起來啊。了嘅是伊有影近望起來嘅時啊，伊係你冇乜掉赤嘅咋。了我啲時候啊，伊Bible會講啊，伊冇乜家己掉赤嘅啊，伊面水又冇青去咋。奇怪，即係冇乜時係咪鬧人咧？即係伊會曉近望嘅，還是唔曉近望嘅，還是 because 做咩事啊？做時嗰啲只曉近望啊，做咩事伊會掉赤嘅，嗰係 prophet 起來。你想講起來嘛？你想講請別你真係請法嘢，而家即係請第部伊是咩？伊是 starstruck。唔知啦，呢陣時我睇得第好笑呢，即係近望嘅 story。掉赤嘅，有陣時伊嘅 prophet 就講做咩事你近我起來。你做人我做人我係別夫嚟啫你啊！有陣時伊是愛問伊物件咯，係咪咯？特別袂使就到 Bible 會講。是咯。That's why 我按款物件我袂使甲我按講我著咩？無特別我想啊，我啲想啊，我 OK， 即係近望嘅物件啦，是正咧，即係物件咧是迄個人，即係你近望起來是迄個人，還是？係你物件 pretend to be 係你人，嚇係你成個女人講，但係其實咱講嘅啊，係你假使變成個女嘅朋友啦，假使變成就是叫啦，所以我啲想啊 ，God forbid 是 because 係你物件是伊人有係你 information， 你唔知講嚇，你唔知講是假嘅啦。嚇，我是拉薩是安尼咯，唔知係啥物正嘅是假嘅咯。But 安尼物件特別是有嘅啦，咱世界。Even Bible 講有兩個 world 嘅嘛，你 spiritual world 加一個正嘅，咱嘅世界。That's why 你人捌聽過講有咧近邦嘅位吼，伊人有淡薄，伊人有刺心，伊人家己嘅病啦，伊人會較驚去取 information 嘅。有啦嚇 ，Bible 有講安尼物件，伊個 demon 啊，有 hierarchy 嘅咋，有伊人會知講蝦米物件，咱唔知物件，伊人會知咋，所以安尼咯。我本是一半安尼啦，無講相信個了。嚇，特別我們是相信無相信，愛對是還是故意是你只講你親人嚇。有啲物件真係未 explain 講做咩事樣嘅，像 mannerism 啊，會去對㗎。我甲你講一個親人嘅 story 啦。我有捌一個真正好嘅friend 啦，查某嘅啦。then 伊有兩個 children 咯，兩個囝。了伊嘅翁咧就有一個有破病啦，所以 pass away 死去咯，過身咯。了伊嘅翁咧就真正飼養伊頭一腳囝嘅咋。大漢嘅，了伊就去把伊，硬是講你大人莫帶你嘅大漢嘅走啦，安怎？了這是伊人頭嘅事啦，了後尾有做了甲了嘅funeral 啦吼，了轉去了
頭切啊是蝦米事吼？因為伊翁哈食物件有時食了伊暗暝哈伊困時伊會burp嘅咗，然後伊人關係有一個味了嘛，伊burp嘅時着。然後有一暝咧，伊大漢嘅囝就味着迄個味，就講媽咪爸爸嘅味。然後伊媽本味着咗就迄個味。然後伊媽就講，你大龍伊就罵咯，對迄個空氣罵咯，大龍你咪做亂咯，你咪來嚇你囝係咪啦？就是頭一個咯。然後 after that 就無了。然後過一陣咧，然後有一日嘅時咧，伊就我嘅 friend 咧就帶伊兩腳囝困平平嘛，上去房間嘛。然後伊房間有toilet咯。然後有一暝咧，伊 toilet 咧就有聲咯，然後因為嗰時聲咧，因為伊囝仔嘅爸咧是有時暗暝較晏困嘅嘛。然後伊個囝咧就講看到爸爸喺toilet內邊喎，然後伊媽咧就請囝咯，就去開門，佢是罵toilet咯，講你大龍咪來做亂你個囝，你咪來ทำ咩嚇你個囝，你係走你咁咩去啊？你咪來，你保護伊人大平安就好，你咪來亂啊反咯。所以即過咗一年，然後第二年嘅時迄個叫咩啊？做記嘅日子啊，迄個做記嘅時啊，頭前。過咗一年咯，對。然後伊個厝咧有 CCTV 嘅，然後伊看，因為我個 friend 就看 CCTV 嘛，伊 CCTV 成日是有錄到物件飛過去，安尼看到就，然後伊人本有感覺講，成個是有轉來安尼看到，有迄個味啊，是毋知係咪有淡薄物件。indicate 講伊有轉來喎，然後伊就看到 CCTV 有 disturbance 啦，然後看到伊個物件飛過去，安尼看，親人嘅啦，然後第二年就無啦，接來就無聽到阿咪 story 啦，唔知佢有阿咪物件無啦。我會記人講點乜個人講過本講，成個味啊，成個聽到聲啊，伊個基本。把自己經驗過，我當時，我當你煮咩？我哋煮 dinner，我係咁係高有啲嘛，所以我煮脆白。哦，哇！阿三不賴。哇！阿三不賴煮過了嘛？然後我有菠菜。哇！我被炒菜，做乜啦？這下面這是脆白來。哦，這是脆白，我把รู被菜了，這裡是我菠菜啦，我把รู被炒菜了，我係阿三不賴煮了。炒咖喱啊！我講你阿三不賴啫。哦，單隻 OK。講句講佢會誇張。是哦。我啲菜。講到邊？安裝 switch the camera 安裝。啊，你當一擺，誒，你 ，and then camera。Wait down. Camera. Change camera. There you go. Switch. Wow. 我啲tweet掉。OK，了我tweet啲煮得。哇，你冇用 rice cooker 呀？你用 pot 煮呀？煮 rice cooker，我 old school 咧。喲，哇！你冇揢茶好呀？你冇揢茶？冇，煮嘅時我好你看咯。伊煮嘅時，伊。我未曉煮飯用杯煮嘅，我煮嘅是掉才會打嘅，我真係。你變鴨煲雞飯期嘅，應該是做緊。掉鴨煲雞。會開啦哦。個條面是 skeptic 啊咩？呢個捌聽過？聽過咩？聽過個看到物件咯。冇，但伊講就是人頭腦咯。你頭腦話伊白呢貴線嘅是唔是啊？應該對，你講你會陣間會鼻到伊鼻，還是聽到伊聲，但你是再講即是對你嚟講，即是無邏輯，你聽唔聽？你再講即是你頭腦自己做你想到，是唔是？我講你聽，我白呢，伊個 boy 來3年，伊個 life 就是伊個事，成日話，伊個成日話。boy 嘅3年，伊進入破病咯，伊頭先學一個卡斬掉，了個一個卡斬掉，所以 boy 來是無卡。哦。然後所以我就要過伊咯，所以我過伊3年咯，所以我過伊是我陪伊去上班，去做清衫、透衫、洗卡全個了，我倒卡手伊咯，所以
每來一個新嘅事，我是真係穿咯。แล้วเขาเลยจำเสียงว่าตัวบุคคลก็เสียงเหมือนชนกับอีแล้วว่าคนที่ว่าคนที่gas หลัง嘅 gas เหมือนชน gas ปังเก่ง因為阿咩คน嘅事每來คน是真係亂嘅แล้วว่า未ทันคนแล้วว่าตัวไปคน好事嘛ว่าตัวไปก่อ嘢所以ว่าตัวไป燒辣所以我搬去把你房間去困所以一個新嘅事我冇直接對去人嘅門前去困啦所以我 continue 困啲嘢 guest bedroom so 差不多2-3禮拜一個新了我本時啲困啲嘢門前有一個咩啊我困去แล้ว冇就啲行音我去邊個請起嚟我請起來我請起來唔是我請起來因為我聽到我輕聽到伊聲叫我呀伊叫我是伊聲甲伊叫我嘅聲甲伊唔知係咪數啦伊幫助啲門窗還是伊冇就啲幫曬啲門窗還是有係咪數就是了啦結尾叫你伊叫我所以我請起來แล้วว่าเช็คอะไรอ่ะลูกใจบ่ลูกคุณน่ะสิคุณกับบัดสิลูกเช็คอะไรเดี๋ยวที่ลูกเบ冇咪 clear 個冇清個ลูกnow เบ你直頭上講意思你話掉個exactly 講伊有個所以我撞起伊個房間咯所以我撞起房間是我想講係咪屬於房間暗梆梆因為伊有啲事，我有一個 night light 嘅嘛，有一個暗暝會開，可以免暗傻傻咯，有一個細拍嘅開，係咪屬於暗梆梆？แล้ว係咪屬於一個房間嘅靚？因為我冚伊去頂了嘛，冇幫人大啲房間啦，我冚伊去頂啦，係咪屬於一個房間嘅靚？係咪屬於暗梆梆？แล้ว我真係 distress 佢，我開開啊！我啲伊門窗個了鹹水水，伊門窗鹹水水，伊個 commode 無了，個了伊個咁房間了，我 took me at least，你成日冇 clear 啫，你成confuse 呢是唔是？我啲跳病我強講，安怎係冇去個了物件？because 我會感覺啊，想伊有啲咯，知無？想伊有啲就病。我 expect 你隨意 expect 你講話嘅伊，特別只橋並無掉啲伊是無去，所以我係感覺是上加伊來隨我，你知無？伊來隨我，伊 physically 伊嘅身軀加了下面咪有啲，特別無掉啲無去。and I看，所以我唔知啊，面係你先，我係 now 是。play tricks for me，but 有真係濟人講啊，有安尼款嘅故事，我係來講貴姓嘅事啊，15個名嘅事啊，伊貴姓有15個名嘅事，伊個狗伊有一個白色嘅狗叫 Fluffy， 背個半死啊，背個未停多未停未吃，係咪？แล้วสิว่ามา講同我嘛聽，唔知係咪數我貴咩 ？Fluffy 被好事，一啲背。就是人講是我阿公對來。是安尼款嘅事咯。如果唔知啦，你若是相信安尼款物件，你是想講對來啦，特別我無咩，我無跟你相信。繼續叫啊，特別我是感覺啦。真濟物件，喺人嘅世界裏邊啊，人未交解啊，未 explain 過。像個古早，你若是看啥咧，幾百年前，還是幾十年前，真正濟物件，人嘛是未 explain，特別當今人知講伊個 answer 是蝦米嘢。有可能成日講啦，當今即係你識講你200年前嘅人嚟看到當今咧 WiFi 啦，咱就用 WiFi transfer 物件，你咪想是鬼係咯？少少是鬼，是講 invisible 嘅嘛對。對，係咯。所
所以我是感覺真濟物件，咱若是別人相信啊，咱袂使講無相信，甲是。是咱是未了解呢啦。人無相啦，呀。嗰真濟物件，我感覺啊，像甲你講，迄種600年前啊，是幾十年前啊，你 WiFi 人嘛是袂相信咯，because 感覺是鬼做嘅咯。是咯。I mean，有一個 saying 個 sci-fi 有講 sufficient advanced technology looks like magic。Sufficiently advanced technology looks like magic。不過但係是有個轉講未？有個轉。我不過想一個哦。我係哦，我係 uncle 咯。MCO 是80歲啫。哦。然後伊舊年還是今年？舊年。然後伊就是伊 OK， 伊嘅 family 啊，因是Jonker Street 啊，伊是爸人嘅。馬拉加嘅。伊度伊度Jonker Street 因出到Jonker Street 嘅，然後因嘅 family 是真正有錢嘅啫。Basically 我去Jonker Street 啊，因一排啊，因7-8間是伊人嘅啫。So 特別是本嚟啦，你 trust fund 啊，即係有一間是因嘅 family 大。然後before 伊死時，教我 auntie 講嘛，我死啊是攏搬出去啦，唔係大聲啊。可是等樣敲家伙啊，啥物？伊個袂大時陣，都袂敲家伙啊，笑誒。哇！伊個袂接刮擦時啊，就來傾啊啦，即間厝可能係做 Airbnb 啊，做後面嗰啲。哇！So anyway，然後所以 after that 伊就 move 啦，咱特啲我 auntie 過來我厝我就講咯，咧伊講我 auntie 我 uncle 做7-8節嘅時候，人佢啦來哦，一年就走啦，擺啊咁樣就走，擺啊咁樣就走啦。即是佢喺一間厝，伊樣大就喺一間厝啊。頂到一間就大兩個面啦。所以然後等到我 auntie 樣個啦，幾間厝人啊搬出去啊。then 迄邊嘅人啊，過來起來甲伊講就係講樣來拜嘅時候，看到一個烏物件徛喺厝邊，真正烏嘅。喲！真正懸嘅，像個紙那個樣懸嘅啊，真10 feet 那樣懸啊，徛喺邊毛毛嘅，嗰個烏嘅嗰啲哦。個毛毛嘅啊！個毛毛嘅。杜加拉。有。杜加拉先。after that，唔知係啥物，不，伊是啥物啫？I think 是伊人 family last time 飼嘅錢嚟。啥改厝嘅？something like because 我阿 uncle 有講過 last time 有講過，伊哦拜4年，伊就會燒communion，做會啦，做人當啦，咪個啦嚟拜嘅。然後伊厝哦，伊是講下面啊，因為祖先從 China 來嘅時候，中國來嘅時候，起厝嘅時候有夾一個真正大。真正像隻刮菜嗰啲，嗰隻大嘅物件，擺喺厝底啫。擺喺厝底，頭家。即係可能有嗰啲物件嘛，可能大樣嘅壁啦，有幫虎啦，啥物嗰度。即係是規個刮菜睇落去啫。Oh my god！ 切不得，咱呢厝都是真正濟，所以啲物件幾百年啊啫。因為 family 是。我嘅 uncle 是第9代，我嘅 cousin 是第9代，所以咪一樣。伊嘅 uncle 啦，是伊嘅 ancestors 啦，the first one that came from China 啦，是唔是清 dynasty， 是明 dynasty 嘅 general 嚟嘅。Oh wow! So can you imagine if Qing dynasty 都300年啊 ，and they came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took over 啊，都幾百年啊，咁樣大邊。笑嘅哦，然後伊是講下咩啫？我 uncle 死後無人拜嗰啲物件了，所以嗰啲物件都起行咯，無人學曬啊。then 伊厝哦，我 uncle 大邊嘛，所以我 cousin 嗰啦20-30 years 嚟邊樣大邊大擺嘛。伊人嗰邊，伊把啲 cousin 嗰啦無大邊嘅，我都講係佢做 Airbnb 啊，什麼嘢，樣唔知是講係咪就，嗰間厝哦，你愛做物件哦，做未成。伊講 contractor 啊，愛來啊，佢一來啊，開車 accident 車係歹啊。就可以做未成功咧，俾換伊嘅厝就做未成啊。然後有一個，好人去帶伊嘅 Airbnb 嘅時，後面是有一個 Three Kingdoms 嘅 general 呢個看。喲，爽哦！我是講是問去帶啦，because 伊厝哦。
我人那边啊 ，OK， 我不能看过啊，咪真正佢呢嘢出，真正佢呢就暗蒙蒙嘅。你咪知啊，交大人嘅咧啊，點解人家多出屎嘅嘛？交大人家多那邊屎啊，如果係喺邊大，我跟你講。所以出幾站樓嘅嚇？6站。6站尖等嘅接嘅出嘅。等嘅真正等嘅，出真正等嘅。以前個人裝個書，我是人看下面裝個書入面有啥，經常會館那款的嘛，所以那款的 style 是唔是？等這個尖。等嘅了，伊出真濟 bad 嘅。喲，別寶啊 ，bad。真正濟，所以出真鼻，真正臭嘅，樣出來好似甜嘅在伊我呢味。啊，了伊人哦，別寶是 good luck 嘅嘛，別寶。對，是 good luck 誒，都冇關係，真臭嘅。哦，是講伊別寶曬係咪啦？了伊人哦。伊厝嗰是 antique 嘅咋，聽唔明啊？你採佢 antique 但係伊無需要，because 伊厝面嗰咧 everything 都係 antique 啊。แล้ว伊人講我成個有一個 ustad 嘅 friend 哦，愛來咋？愛來講我 help 你 ，maybe 我甲你教下你面啊 communicate maybe。這是 after 伊死啦，這是 after 你 before 伊死 because 我uncle 老啦咪知嘛，所以要甲伊 friend 講。我會解 plan 看，講安怎？但冇人去講嘛。伊 ustad 未接觸。哦，小雙來，直看病啊，來兩度就是說，等你有時看電話佢講我 I think 這個名我未接來啦，我未接。伊來出真正濟啊，我哋 story 係真奇怪嘅，我有一個 cousin 哦，伊是淡薄 Down syndrome 嘅哦。伊講伊 uncle pass away 時候，伊 uncle 唔知是看病死嘅嘛，咧伊 uncle 特登食西洋嘢哦。但伊死哦，我可是特特都係去樓頂甲伊講話誒。哦，所以因厝伊物啊 ，everything 我感覺大內面誒，真貴厝啊！因為這300幾年厝啊，200幾年厝啊，去大內面啊，我困一晚了，我都唔敢。誒，你當佢做成哦 ，Airbnb 做成。啊，賠過了哦，冇當今樣，無論樣都空了啊，當今。比較了空了咯了。聽講上面就因為厝哦，有迄個牌嘛，因為名，那直到等來厝迄個牌啊。講啊，我uncle 一當時講我無路啊，都無拔倒落來啊。我uncle 死嘅時候，伊厝空空啊，規個物拔倒落來，落檔嗰陣倒頂面。哦，啊！你講大門頂面掉掉一個迄個燈籠機啊？樣嘅，哦，哦，樣做那邊個。哇！你就係歷史嘅，你坐大了咧，就是講伊起厝時起咧坐8年了誒，迄個錢啊，啥物啦，嗰啲高厝迄個物件，即變做真正響起啊，學生嘅股。就少安尼坐年啊，你物件。迄個牌是唔是新珠牌？新珠牌哦。新珠牌唔是新珠牌啊！你是成個伊個厝嘅，成伊厝嘅咧。梅牌啊，梅牌。我知啊，你呀，古仔呀，古仔。茶咧，可能啊茶。呀，特你大梅啊，你接去啊。呢個蛇嘛係嘛？梅不如一個。哦。咱是consider大梅啦，特你大梅接去呢，總是有一個物件。梅牌啦，伊叫。I think because 樣大梅接去，等到是一個人講大嘛，所以人講係你學嘅物件未。伊你要講嘛，伊學嘅物件對了，伊咱特別教嘅人講大面都未接啊，都無接啊，都徛喺入面。哦。所以然後伊人講嘅人請走啦嘛，請出去啊嘛。嚇。請出去啊，係你物件就拔倒來啊。哦。拔倒來啊。哦，可能是你學嘅物件去食嘅啊，去做喺度。我存伊樣嘅，可是伊一個，可是那 Christian 嚟講，伊袂去 take over 做嘅第個，講 good luck 啊！哇！哇！咱其實哇，講6點幾鐘啊！我私人 recorder 無落掉，我直想掉啊，幾秒我直想掉，哎呦，我嗰條去 download 嘅 file，去個 RAM 嘅。Next time 是啷搞 check 啫嚇，我講 record。我只少誒，我係找抄話 episode 是未記錄呢，講到抄話 episode 是未記錄，但係講做一個 checklist 啊，before to start。AW 按得正啊，我未按得正啊。
啷未看掉，啷是未玩呀？我唔會咯，我就會會咯，對，特別是講我做到 admin 咯，頭一個阿 John 迄個開一位。我哋會 checklist 啊，我哋會 print 埋 checklist，我哋會 print 埋 checklist 起來成個 pilot 嚟看。OK，感謝。你 print 都學網站咯，係啦，往回路咯。嚇，即係三時好事啊，是個實落效。OK，感謝各位，即係禮拜嚟講講幾個故事，個等陣播俾可能有機會 ，before 人看大時，一處人個有起來會講幾個故事冇講到嘅。只間嚟啊，咩咩？只間寧頭冇一條，歡迎你食咩？我多沙巴啲人啊，做工。一隻你啊 ，scone 又就。你 Starbucks 真係你 Starbucks 入4點鐘嘅。唔係 Starbucks 我9點做到1點幾。你講冚大聲嘅，我嚟講另外隻 episode 好。個OK 冇啊嚇 ，OK， 冇播唱啊，哈哈，嚟，有幾 ？Actually， last week 我你講 last week 把嘟掉。我 yesterday 是嘟掉，但我只講 last week 嘅時候係咧，我嘟掉嘅我少 at the time 啦。But this one very short because last week 嘅是 actually 因為我處伊個 energy 卡啊嘛，所以我 father antique 嘅車。你 antique 係咩？我 father antique 嘅物件夠物件車了。你話我就是點樣？你講我成日以 information 自己 download 喺韓國嘅。OK， so 伊把個叻只隻 antique 嘅 travel 做工時，實 last time 講你華間，即係華間中國嘅隻查某你 princess 就是係咪會啊？嚇，然後就伊講主要是韓國嘅啦。伊 energy 嘅時候。因為我 communication problem 啊，我未介意 communicate。你冇 call 啊？係啦，叫阿龍。你 call 啊嘛，我咪介講咯。你等你記我後邊起來，你白當陣時講伊韓國故仔起來時你 call 啊。嚟你安怎舊你講，你好有成好，成好呀。我哋then after that 我未好，我小妹是看到我目睭冰啊了。喲，你目睭冰入面掉啊？伊接我。Oh shit！ 我是。然後你跳 K-pop， 我起來跳 K-pop。變 BTS 其實。Actually before 我 father 教我講，這個物件 is from Korea 嘅咧，我就 already 知是 from Korea，嗰時 information 自己 download。Then 我係小妹的夾阿濕我咯嚟。你小妹妹是，不知你特別叫你小妹嚟講啊！我看你小妹妹就係個數咯，講你接。要個數講啊，一把錯啊，你看這個我講啦，我教你講。哈，because 你比嘅是。then after that， 應該伊阿濕嘅物件，伊物件 offended 咯咋 ？then 伊做我 sister， 伊 high fever 攞節 until 39.9 below at all。Then we try to communicate 啊，我未介意 communicate， because 我唔知伊愛蝦米。特別啷都唔是講話，啷你冇聽到伊講個人話，你是講你一直你未想到伊個你安怎伊 download 是 download information 是你是未收聽伊愛 message 啊？我收袂到我伊愛蝦米，所以我。伊唔是講你聽到伊講韓國話啊？你是 language good 咩？我是看到伊停了迄個韓國嘅時候，咱伊是停了。成日樣時是樣停了迄個伊漢堡白色嘅啊。白色嘅度。伊是停了。Oh my god！ 你看到伊少年嘅時老伊食無？啲少年啊，but then 我同你講啊，伊有可能伊唔是死掉嘅時穿迄個衫咋？你看到若是講歷史啦，我是就是猜人啦。你看到伊穿白色嘅衫咧，伊有可能是真高大時嘅人嚟咋？高渣士啦，應該高渣士無女人是穿白色嘅。Actually 我有翕嘢，唔是近日死了嘅人佢穿白色嘅，無女人佢穿白色嘅咋？呢個翕相你個翕到啊？我翕到伊嘅 vase。翕到伊 vase 啦。
哦，這本是巴西，哎我 screen share 啦，我驚啫，嚟。你不過是，你就是嗰啲 call 就好啦，maybe 我諗回幾句話啦，伊 answer 咗咋，伊啊搞也是個超神奇的1300咁樣呢，所以啊，我就笑嘢。超神奇的。阿祖媽咪啊，阿祖媽咪啊，阿祖媽。你入起行你都叫阿祖媽做咩？阿祖媽是老 auntie 嚟就。我對住我咪嘛掉，我時候我嘛，automatically 我就係咪成。Maybe 係食誒。我唔知啊，then after that。你見日kimchi可能看耶。哦，這係咩？去旁邊博那邊可以啦。係咩陳？看不到個。你睇咩陳？哇！是村，真咪 slide 個村。韓國人嘅名咧，泰桑。哦，名。泰城。泰桑，一是一個只特別嗰個口味嚟嘅，是村啊，是哦，泰國嘅泰，一是 quite 特別嗰個一個韓國人嘅名。泰桑，OK，嚟，水可以話，這是恩來是哦，冇華間嚟啦嘛呐，插話，一是我比較看啦，就你覺得。你那邊有咩嘢哦？不過是會在意嗰事嚟，你好 ，hello。計水呢？呢個第個咯，呢個啲㗎，你 please 真係你 private 你 contact 我啫，咱有咩事你 call 我 ，OK，call 我。會使。等啊，你 call 我啦，伊講嘅物件你。then 我本病呢家唔知按怎做。then 我小妹個學小學緊你講嘛。then 我攰尾本未困，如果我直接 check 我 sister temperature，直接 make sure I low。所以我 actually 我有驚曉。但我驗掉這個 vase， 但我驗掉我小妹，我直接 apologize in Korean 咯，講我 sister 唔是叫啲壓殺伊啊，係咪 offend 伊？我係我行 sorry。Then around 4點幾早起時，我 sister fever break out， 伊無 fever 啦，然後我甲會困，然後我要困嘅時，我看到伊徛喺我門邊啊，前後白白係冇。Oh my god！伊家家有可能講伊要吹到對伊古仔嘅淚啊啲這邊嘅下話去吹咯。Yes. And what financial freedom 加快啲嘅 scavenger hunt。啊 ，scavenger hunt。我俾唔看啲花盆那邊有咩嘢啊？我邊做工嘅，真係。花盆冇咩嘅，花盆那邊冇咩嘅。我會使看哦。我翕到落掉咧，反正 so after that 我去廟嘅門啊，嗬，有時講我係厝嘅 energy。a bit so 做到伊請起來呢，看 then after 伊瞧了，我小妹唔 OK 啊 ，then 我後尾白到對咧小弟 storeroom 啊，所以 still up there in the storeroom， 我咪去做人伊，我比較介 communicate 啦，我唔。做咩事你爸佢有安尼antique？哦，伊個叻只隻嘛。我 father 伊做 freight forwarding 嘅物件，所以有做 a lot of international represent a lot of international people 嘅款呢。So 這裡是 the ambassador of Korea in 1983是上伊嘅。哦。做正。有可能是之前查某做嘅咧，迄個。OK 是伊做 ，because 伊名嘛 ，SCI 名嘛，哈。查甫名是查甫名咧。查甫泰松。大波名，哦，大波啊，哦，誒，大波名，that means oh my god，the plot thickens。OK， so 一看到是，伊看到是伊嘅查甫，伊看到是。我感覺有一個故事，這裡唔是親身經驗嘅故事啦，我是 just 看 one of the 像是 article 是 novel 裏邊有一個故事啊。我伊本是跟這個華間有關係嘅，伊真有意思嘅。我看了我感覺到。伊是 make sense 啊 ，scientifically 是 make sense 咗。伊是講，因唔知幾多路已經出到一個華間，嗰啲華間咧外口是有一分，成個咱個 vinyl record 咧，你就一分，你就，咱唔知就做樣嘢只去敲嗰啲款啊，一聽到古早人講話嘅聲，有一個查某講嘅聲咗，一講係啦，人你猜講佢哋查某講係啦，一聽到啲 music 有啦咧，乒乒乓乓，成個是人幫佢去笑佢哋查某嘅聲，唔是琴榜，伊成是俾佢 sacrifice 嚇拍歌，伊就是一靠嗰啲聲，一上個咱 vinyl record 咯，哇！應該聽到是幾百年前嘅人嘅聲嚟。哇 ！Because scientifically 是 make sense 嘛，即係裏邊嘅。vibration，嚇，伊 vibration，伊去 record 到伊聲。One of the image 我看到嘅咧是，我看到是
伊个查某是伊有见到这画本咧，伊是写写掉的发生的话，我看到迄个 image。哦，有可能是查某間，有可能是查某間，啊無就是伊查某間嚟。哦，伊兩個出去拍工咧。因若是伊穿白衫，伊嗰啲做條工嘅話咧，就是講伊袂死佢咯。伊穿白衫，伊絕對唔是現代人，是無類人，古早無類人嚟。因為古早嘅人咧是穿白色嘅衫，伊是有類人甲有在就去買有色嘅包。OK，我 speculate 啦，要 hopefully 問出來。我 speculate 講有可能是，你講伊有可能是伊唔知上個講，到底伊厝做工嘅嗬，了一個。伊唔知需要 something 嘅，伊去偷睇伊花間啊，什麼？了嚇，了係人掠，了去睇死佢唔知。但所以 attach 嘅嘢，阿寶就是阿寶就是伊嘅。我可唔可以講出來？我告訴我。我 imagine 啊，但阿寶我 already Sasha，我 already 啲 Facebook 嚟 message 咗啦就嚇，我好多 handphone number 啦，you can call me anytime darling。喲，了我袂，了個另外一個告訴就是有可能就是伊甲即個 artist 有啥個可能，伊就是 something related to 伊個 vase 嘛。OK，所以伊上個講伊屬甲伊，還是伊個巴來，還是係咪？伊 something 伊像 emotionally 講 attached to 佢個畫間嘅。特別畫間 maybe 是有伊做嘅。historically 啦。嚇，叫請嚟妹啦！我 check 啦，我 online research 叫佢請嚟妹。Around 1910 onwards is modern Celadon vase, so it's around 1910 onwards. Research 伊個之類。哦。Because 伊 particular 安尼款嘅 color 嘅。伊 style 嘅 color 嚇。That style that time 嘅。哦，1910 1910。冇講日股啊！做上是啲咯，1910年是話妹咯，後期個妹咯。因為古早古人是講無類嘅國家嚟嘛。如果咪 details 個，可咪 text 啊？如果你講個咪 feel 嘅，係咪 Korea 嘅 Google 裏邊去吹啫。你每看，一笑，如果有成個 sense 就係咪嘅 information 嚇。我 sister remind 我啦 ，because 我 that time 我 a bit 背好勢我，因為我你接我 sister 是教我講，我20伊是 offended is because 伊是想個 die in a fire or something 啊 ，so the asap trigger 到伊啊。maybe 就燒咯。佢咪咪是 asap 是煙。smoke。按照你唔係你哋猜住個雜貨啊？是啦，我特別安尼早出國，就是我唔理真正差。但係我特別啦，佢哋because 我唔理個 Malaysia 是完全別用。speculate 嗬，佢哋係你我個 trick 個 interesting 度個。我 speculate 嗬，佢哋係你做法係諗拍死殺一啲嘅係你燒法係。花色人特別伊做咩事會特別伊個金條啊，可以看到伊咩是伊洗掉伊個 vase 喎。我對我想咧，伊是成個伊個 vase 對伊是只 precious 嘅物件。precious 嘅物件，我覺得伊是啥樣嘅。哦，所以唔是成個講只金伊個 vase 是屬於伊 vase 我是。哇！英國就是去主流係咪啊？擦齊。講了啦。sorry， 我做聲時我 sorry。你講係咩別使講你講係咩？我講because normally 係你鬼嗬 wander around 咗係你即係人嘅世界是 unrested spirit 係嘛？So it must be 嗬係你我 speculate now，OK？即係。係做法是人嗬害死嘅，所以伊是係個工人嘅，伊是係個 low cheap labour 工人燒係個法是，然後可以拍死伊啊，所以伊是 try to tell the world that 即係 artist 是唔好嘅人。แล้ว即係鳥鬼，你看到伊個。
伊个即个查某，你 feel 到伊是有甲几岁？我 feel 到伊 around 少年 20 to 哦， early 少年 30s age 咁樣誒，有可能是伊寶嚟，有可能是嗰個少年個，因為因古早個抄老淡薄嘛，做工派命人嘛。特別都唔是講看到伊邊，伊是 sense 嘅，sense 掉啦。啊，即我看到伊寫是伊快樣嘅，伊快水本嘅。是講問伊後邊到我房間嘅門嘅時咧，是伊頭毛冚掉咧，我看唔見。Oh shit！你那邊見到？特別伊是無吉利嘅啦。我睇 uniform，但穿咗韓國衫嘅時啊。無迄你點知？嗰啲兩件白色衫啦，嗰啲你點知都是 uniform 嚟。如果我兩個雜幕區嘅 uniform，雜幕區 uniform，鄧頭毛แล้ว白衫咯。即係所以你講雜幕區特別，我未聽到雜幕區喎。阿 John 都慢慢背我個。嚇，哪一背？嗱，你看佢。哇 ，so fluffy 哇！伊關事啊，伊 professional 啊，煮特別部。我冇用 rice cooker，我冇 rice cooker 本。Oh my goodness！哇有，我一直看 TV 媽咪。哦哇！啊，做係冇 rice cooker，即係 Asian 嘅人。伊好煮咧，from the pot， 所以麵咯。條個麻煩，我會曉煮，特別笨大。條個rice cooker 嘅應免個。即係呢10個碗先。誒，但係 rice cooker 你使係你配兩節3節誒，煮一刀呢？哇！你講我 recording anyhow 我特別掉落啊嘛，所以未必我刮到落對。唔係啦，笨大。OK。edit 可能嗰啲做。我但係你阿三拉西伊每次你問題咪，咱冇答伊。伊講就是個咱看到查某佢冇下答佢嘅。因為我哋其實講鄧人嘅世界裏邊啦，免講鄧人世界啦，伊 actually 唔是鄧人嘅世界，伊是一歸嚟 East Asia，都包埋日本、包埋韓國、越南、古早啦。咱人有分羅牌嘅嘛，煙嘅影嘛，對唔對？煙是查某嚟嘛，影是查甫嚟嘛。係咯，C 咧咪叫暗數數咧是煙嚟，所以所以啲人抬到佢係查某鬼。加少大波鹽氣哦，伊鹽氣個檔嘛，所以是查某嘅鹽嚟。看到啥物啦？日本冰大波嘅，日本冰。你看到日本冰是大波嘅。嗱，之前有個陣嘛是聽到日本冰嘅聲，然後一聽到日本冰嘅聲，我會記。哦，yeah。就嚇。OK， 誒，嗰之前喎，已經做冇講咗話。是住嚟，已經作是住。這是看過一面咧就查某嚟，唔是？係你講咩啊？唔是，即係面唔是係講咩啊？已經作唔知，琴日已經作嘅。你是住，安你買沒有掉啊？嗰時佢就係你睇爽嘅個數，那查某鬼嘅個數。睇爽，我做 spell 睇爽啊！我做 spell 鬼嘅個數。未 spell 啦，我 spell 好多咪是沙家呢，TAESUNG 咯。我沙家 spell 好多呢咯。啊，我啲除了 white，冇特別意思係 pot， 意思係 white 喎，依成個青青咧食嘅，依唔是青青啊？唔是白咩？成個是青青食嘅。誒唔是白色嘅，依隻青青嗬我梅子啦，梅按鳥嗬，按鳥是唔是鳥龜 ？sorry， 梅鳥龜還是咩食？依隻林青咧唔是？啊，林青可能伊石榴檔，你除石榴檔 CALADON 石榴檔。哦。Celadon bus 啊。我幾步，咱不要成日淡仔即有個陣咧，就去開啊，佢嚟梅嘅應。就去開啊咗，伊陣時攞個幾步直頭 transfer 過去 WhatsApp 過去吹下龍啊！我是就正線嘅，一直就其實我無管係就出現啲位出嘅，because 燙掉嘛，一直係燙你講，我變出了。誒本嚟如果 offer 嘛 ，offer 會解。對啦 ，because 伊無一定會出 connection 啦，有可能。伊就係出到 connection 一蹦啫。因無收伊起來，所以伊個地個，伊個大 base 位個，你意思咪 forum。有可能伊全部都正個口料關係，然後所以伊袂等於出可能。有安尼道理嘅啊，所以就甲你講無偌久啊，出現啲位出伊愛甲我講物件，伊愛我 help 伊，特別我唔 understand 伊嘅事，還是我人
maybe look call 掉阿龍，look call 掉阿龍，然後佢唔意，so 你成日講 through 阿龍係哦，看阿龍嘅 understand 你物件，但是上面你講你看到係咪 image 哦，你冇 understand，你阿龍講佢阿龍嘅明白啲韓國嘅culture tradition 嘅 transfer，特別當有見到俾 hit video 起來，當做是攞病。做 Facebook Live， 平時做 Facebook Live 我嗌 Facebook Live， 即係炸幾時間 AM 啊？A bit 成個即係 Mr Sunshine 南部嘅歌手，點聲？喺你年代咯，哇架是喺你年代咯。係咯 ，Mr Sunshine。喺邊啲點聲集，我覺得成病死晒。咁啊，最快條線，條車驚咗。哦，是啊，哦 ，OK， 我冇看過佢出戲。好看下出。OK， 就得。我會叫這裡按鳥鬼嚟夾拋沙，我就只用確，你個特別講鬼告訴。要 join 咧，要 join 咧。定之是要一起，所以 connection 比好是一起夾 house 講嘛。是啊。唔係，我baru download 嘅，我見知baru download。哦，喲，我人真老作誒，我人。我見知baru download 嘅。I think yang mistaken 鳥龜個鵝鳥。對 ，mix up 鵝鳥跟鳥龜。OK， 咁我正先了，讓佢這個到底係鳥龜講一部上幾個數，一特全部有啦，展會咪是有，所以特別等佢這個來聽展會個數。我不到對馬來西亞就被嘟嚕呀，知道？會使。特別你問我講我邊我係咪唔記得呀？OK。你話跟上嚟咯。冇你邊咧學嘅落音時間同我講 ，OK。變到你男仔㗎，你情知我哋上，你叫我一段廚嘛，你邊係俾是叫我一段廚，我都有廚兩個同我講嘅。是咯，我看到你 office 啊，會係咪唔見？唔係我人冇看到，一人看到。我人講笑，我人講笑 ，screen 啲轉就掉咧。我人講笑，你係時情知講，咪講啦，叫阿龍堆，咁咪講啦。OK， 今世各位聽眾先睇住你禮拜講住並成啦。你禮拜四咧，那時講我會記錄咧，當對聽到啦，未記錄是冇聽到啦。今世各位聽眾先睇，禮拜再見了。希望有人去到啲 clubhouse 咧度教人參加我人講或者佢哋話係咪先？你有時禮拜再見先，我梗係咁夾活啦。OK， bye。bye。哎呀，馬普基。OK，bye， 阿 John， 我諗要食了。OK， 拜拜。我要聽你背了 ，bye， 阿 John，bye， 夠了。OK， 夠了。拜拜。忘拜10點啊。對啊，我8點了。這邊頂一禮拜，等陣，頂一禮拜冇看到，頂一禮拜冇看到話題咧，等陣我冚落去聲，頂一禮拜冇看到話題就這邊嘅，但係咧這邊但定看定聽 subscribe， 咧是定係入正嘅，我現在錄音是同啲都咧就是我人我先係必須係會同啲都，咧第位這邊俾 T-shirt 咧，過去 clubhouse 嘅邊咧hokkien.com/clubhouse 去 follow 我嘅 clubhouse 上嘅鬧咗，OK bye。